大家晚安。嗨，现在算晚安吗？应该算吧，傍晚应该算晚安吧。嗨，幸运月你好，安安，欢迎你来看。还有大叔，昌大叔，晚安你好。阿咪，足久无看，现在足久无看到你，欢迎你来。我的猫猫最可爱的，欢迎。晚安，欢迎。好嗨，阿峰安安，嗨，欢迎。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看这个，哇，好久没有开旗舰共赏了，对不对？好像有好一阵子没有一起来看看，就是有趣的台语相关的网站了。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个是台语水管，废话先不多说，先直接把网站开起来。四边按赞不倒赞，好，谢谢师母跟我一起玩这个梗。我甚至做了一支 shorts， 你们有看到吗？虽然好像没有很好笑，但我甚至有做一支 shorts， 就是那个四边包绳不打洞的。对，然后这礼拜的周表上面也放了四边包绳不打洞。有喜欢四边包绳不打洞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什么你追讲哦，台语追讲就对啊，这种最台语追讲啊，对啊，台语水管嘛。好，那这个网站有多好用呢？其实那个不用问阿公阿嬷这件事情，我原本没有发现就是原来他自己网站的介绍也写了一模一样的宣传语，但我觉得这个说的还蛮符合他的使用情境，我先看一下投票，刚刚开了一个投票，问大家会不会跟家里的长辈讲台语，也许是你的爸爸妈妈，也许是你的阿公阿嬷哇，其实有86%的人会耶，比我想的还高。因为感觉蛮多人的生活中，可能我的观众里面没有那么多小朋友吧，但是如果是比较年轻的朋友们，可能越来越可以感受到，就是你要跟家里主动开口讲台语，就是稍微有一个隐形的门槛在那边，不知道怎么跨出去。一堂绿茶，晚安，你好，欢迎你来。我刚刚有跟苏姆打招呼吗？苏姆你好，晚安，你好。还有就是参考他们的宣传语，没有，我原本完全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是到我在那个 Google 找台语水管的时候，才发现它的说明里面有这样写。Oh my god！但是真的，就是因为其实大家要开口跟家里的人讲台语，有几种状况都会让你比较困难一点，就是也许你，我想要怎么说，就是也许你跟那个长辈的感情不好，或者是怎样，或者是你就是一个 I 人，你的长辈就超爱跟你聊天，你只是想要问他一个东西台语怎么讲，然后就可以跟你聊天聊半小时，那你可能就会不想问他，也是有这种情况或者是问了可能也不会或者是长辈根本就不会讲台语各种情况都有那如果你又不会罗马字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直接查一些网络字典。对，那个字典就会，因为要查字典，你毕竟要会罗马字嘛，不然你怎么查？你还能怎么查？对，那如果你在网络上直接发文问网友的话，有时候那个网友他也是用中文去努力描述那个台语怎么念你看着中文字去猜他台语怎么念，有时候你也是猜到不飒飒，猜不出来。应该蛮多人会有这种经验吧？对，至少我在还不会台文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这种经验，非常困扰。对总之这些问题在今天全部得到解决。现在你知道有一个超棒的网站叫台语水管当你不知道台语怎么念的时候你突然有一个词，你想要知道它台语怎么讲，你不会你直接来查，你直接用中文在那边打下去，你就可以找到了。嗨，银白，早安台语最溜多才多艺帅气潇洒英俊挺拔熊恩导阿慧，谢谢，的确是熊恩导我先打个喷嚏，等我一下。哎呦，不要在那边给我塔斯卡鲁打喷嚏应该不会吧？好，随便，那不管你们的问题。好，
我讲的四边包神不打洞，我去查哦。刚刚讲普龙宫，真的那个乱办一通那个出包也出太多了吧，搞得像故意的。不是绿茶，你是怎样啊？嗨，萌兔奶酪，下午好，你好。现在到底算下午还晚上？其实我也有点不晓得，但是我应该下播之后就可以去吃晚餐啦。好，谢谢 TSMC， 好赞哦，可以送我一张吗？谢谢。如果你有办法抖那一张给我的话，我好像蛮需要啊。不是啦，好那我们就来查一些有的没有的吧。讲那么多，不如直接用看。好，来吧。来个台积电好了啦。台积电的台语怎么讲？这个问长辈也不一定会啊。可能很多时候长辈可能也是直接讲的台积电呐。好，台积电的台语怎么讲？我们来看看。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没办法接受那个台积电的台语就叫台积电的话，应该可以在台语水管得到答案。好，我们来看看。台积电宣布要甲伫美国投资1000亿美金哦，今仔台股台积电一开盘就落24块。好，大家应该有听到声音吧？我那个截取应该有成功吧？什么？阿兄甚至无要客气？你说我打喷嚏哦？有啥物好客气？这我会台呢？这就甲阮兜同款呢？我伫阮兜拍卡球是有啥物问题？刚睡醒，天还亮着都算早啊！真的好，那早安，早安，萌兔奶酪，早安，你好，好，有听到，好，太好了，那我自己有稍微试用一下这个网站，对，然后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还蛮多影片的来源都是公视台语台的新闻的，台家店是，还是台家迄无共，确实有一间餐厅吼做台积电，不过迄是另外一间吼。跟咱做迄个晶片的无讲啊，呵，晶片怎么讲啊？等一下马上查，有没有？突然不知道晶片怎么讲，等一下一查就有。好，讲到哪？讲到不是什么再一次，不是啊，因为那个我还是有离麦远一点，不然我的喷嚏直接爆破你们的耳朵，你们就听不到我美妙的嗓音了，也不太好。所以我有离太远一点啊。等一下我如果鼻子还痒的话，就稍微离近一点，好不好？高兴了没？满意了没？接敢会通？你是讲chip 晶片讲 chip 有可能会通？等一下查应该还是会有，因为我有发现蛮多，如果你查比较专业术语，然后可能会在一些什么国际新闻里面出现的词的话，就蛮多会是从那个公视台语台的新闻来的。那很好，因为他这边，如果你跟我一样会台文的话就是你不一定要会台语罗马字啊，你如果对那个台语的汉字也还看得懂的话，这个真的是蛮方便的。对，因为那个公视台语台的，他直接会用台文写在下面。你直接看这边就有台积电宣布要搁伫美国投资1000亿美金，这样子你就有得看。好，然后对，这网站真的超赞的。然后如果你觉得他这个讲的对，你很满意，有帮助，你就可以按一个赞。它就有那个演算法，它那个演算法就可以去推给大家，推给就是之后其他人要来查台积电的时候，演算法就比较知道哪个是对的。好，要再听一次是不是？好，美国投资台积电宣布要甲伫美国投，因为它切的太刚好了，所以没有什么前面的几秒，就是一开始就直接来，所以大家听清楚啊。台积电宣布要甲伫美国，其实念蛮快的，它那个台积电的那个有点吃掉了，没关系，我们可以看别部啊，说不定别部的会发得更清楚。对，如果你觉得，因为你看他直接列50部给你，其实超多的好不好？所以你其实有50部可以慢慢挑。后面还有啊，对了，后面还有啦。投资1000亿美金哦，今仔台股台积电一开盘就落24块，市场是真烦恼讲台积电的技术会外流，嘛至于讲台积电的利润甲股利，敢会因为海外市场高成本去受到影响？台积电是强调讲，因长期的毛利率拢有100%。他刚是吃螺丝吗？真的可以听很多次对，然后刚刚忘记跟大家讲了，就是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那个有例句，因为如果你是直接查一些台语字典的话，至少我用那个吹台语在找的时候，等一下，大家知道吹台语吗？我有需要跟大家介绍吹台语吗？好，我都开头了，跟大家介绍一下。吹台语就是一个台语字典。如果你跟我一样，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
没用过哈，没关系。如果你跟我一样会罗马字的话，就这个就也蛮方便的，对。然后比如说我用中文找台积电看有没有好了，不一定有，因为有一些比较新的词或者是专有名词，它真的是不一定找得到。对啊，有啦。好啊，这边就会写，如果你跟我一样会读罗马字的话，你就看这个就可以了，台积电。可是它没有例句啊，它没有例句。对，如果就是有一些词它的那个文法，因为台语的文法跟中文有时候也不一样，蛮多时候会不太一样，所以那个文法会影响它在句子里面被使用的时候，那个顺序会不一样。所以如果你需要例句的话，台语水管是真的很方便。对，你甚至可以知道它的上下文或是怎么用，真的强烈推荐给大家。好，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我们来看别部好了。再来看一样，中这一样科技是站冲突口，这一样是那个公视台语台耐久，真的假的？耐久要死啊！啊，不是我想说，我还没吃晚餐，我打算下播的时候去吃，这也太虐待主播了吧？啊，等等，对耶。不过今天那个忘记跟大家炫耀，就是我超过700订了。最近好像成长的蛮快的。看来我的努力终于有点回报了，好开心！我感觉好啦，在这边偷偷跟大家讲一个消息哈，我还没有在其他地方讲过，对，但是你们有听到的就听到啊，就是我预计应该1000订阅的时候，最晚啦，也不能说最晚，因为其实我的绘师还在画，但是大约1000订阅的时候，我应该会出饭友啦，所以有喜欢请我吃饭的朋友，有这种人吗？有喜欢请我吃饭的朋友，到时候可以来买哦，你们可以来买饭友，带我去喝摩卡哦，谢谢大家。今天那个绘师才传那个画到一半的图给我，真的是蛮可爱的。对，终于我也等很久其实就是我也是一直很想做饭友，但是怕买的人不够多的话，成本还蛮难抓的，所以一直还没有真的做出来。但是反正到时候做出来一定会大肆宣传啦，这是肯定的。这么爱赚钱的主播一定要，那就请大家敬请期待，谢谢大家。开通会员的时数也快到了吗？我发现还差蛮远的，跟我开台开的有点太少了，所以还差蛮远的。因为也没有什么因为啦，就是之前就是一边做委托一边开，就没开那么多。哎呦，谢谢萌兔奶了我的100块 ，Oh my god， 太感动了。等一下，谢谢，我忘记登录我的绿界了，我赶紧登录一下我的绿界后台。等我一下，我怎么每次都这么紧张这么砰呢？哇！我甚至打错密码，救命哦！等我一下。哇！感谢萌兔奶酪，恭喜700订，然后出饭友一定买，好，没问题，出饭友一定会大力宣传，你们一定买得到。又把绿界放冰箱，对不起，我其实也蛮想把自己放冰箱了，我最近都觉得好燥热，而且最近天气。我觉得最近天气真的蛮热的，不知道当然每个地方不一样，但是我真的觉得最近好热，快不行了。我身为一个薄荷巧克力冰淇淋，我已经快融化了。一定爱甲我甲伊利、Tanuki 啊，还有 Sparky 小鼠拢炸去门，炸出门哦，贪财系人设崩塌，这不是人设，是真的贪财，好不好？贪财，真的贪是真的贪啊，贪吃又贪钱又贪玩啊，什么都贪啊。不是那个绿界，就是登录之后，那个你只要过一段时间没有理它，就会自己登出，真的是保护的有点太好了。那拿去吃好吃的，不是拿去吃好吃的，是要把饭友当餐具吗？那个应该是不建议直接放到食物里啦，应该是不太建议，毕竟它还是塑胶制品。如果是带去放在旁边拍照的话，还蛮欢迎的，你们就可以炫耀一些食物给我看。那可以当小菜吗？你再想想，你是海龟哦，你吃塑胶，你是海龟吗？丢进去饭里面，感觉人在拜拜，要确定喂。薄荷巧克力咪咪精灵是什么？
可以当乐器吗？顶多只能当打击乐器吧。饭友应该只能当打击乐器，打击乐器啊，打击乐器。你可以拿它敲敲打打，然后 sample， 然后去做成一首歌，感觉会蛮酷的。到时候又可以蹭你流量，你那个做出这首歌之后，可以标注那个乐器是由火蛇担任，那也不错啊。伊利工厂要不要想要不要出？今天没人来高官，真的会怕我还在想到底要不要做那个印量调查，但是印量调查有时候又应该还是会做啦，就是抓个大概，但是就怕说有人错过那个表单没有填到，然后到时候又做太少，大家有想买的人又买不到，也是有点尴尬。没关系，这是主播的课题，我再想想。打击乐器，还可以拿来刮刮乐好，中了分主播，看到你说中了分主播，当然好，当然好，当然好，绝对可以拿来刮刮乐，你要拿去干嘛都可以，好不好？至少买2个吗？太好了，一个收藏，一个带出门，是这样子吗？好像也有蛮多人是用这样的策略，就是一个把它供奉起来，放在很安全的地方，然后一个可以带出门拍照这样子。喂，好期待好像赶快出饭友，我请我的绘师画得快一点。靠他了，哇！我猜对了，真的是一个带出门，一个收藏。对啦，印量调查也差不多一种民调没有错。斯洛姆也想出，那你怎么不出？快点，可以去委图了，因为图也要等一阵子，可以先委图了，然后委图之后就可以再去把它做一做，跟没讲一样，真的。我觉得出周边蛮好玩的啊，真的蛮好玩的，就是可以期待他带着我的周边到处跑，这件事情真的是让人蛮期待的。很快就1000订了，真的，我也觉得最近这阵子真的是成长的有点快，但其实我有开始试着投一点广告，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看到我的广告，如果你们有看到我的广告的话，可以帮我直接划掉，因为如果你们看太久的话，我就要付钱，但是你们只看一下下的话，我就不用付钱，对会投广告是因为就是有人赞助我一点预算，叫我投一投，然后就我想说好像应该可以更认真一点来经营一下这个频道，就是我才能有更多机会，就是把有的没有的想讲的话讲给大家听，比如说像今天这样，对，比如说像今天这样，就是就有时候会蛮想要介绍一些很有趣的台语网站啦，对，然后就想说如果变得更有名的话，也更方便，可以跟更多人介绍，或者是我变得更有名的话，就可以跟大为 VTuber 合作，蹭大为 VTuber 的台，然后就可以在大为 VTuber 的台，就是作为一个来宾跟大家宣导，或者是传达一些比较正确，或是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台语知识，这样子，有点开来看，没关系，因为你不知道啊，谁知道啊？又没有人先讲，你现在知道了。真的很爱看，点开来看，我也是拿你没办法这样子。广告看久才要付钱，就是如果你不要点开来的话，就是它有个计算方式，对，然后它那个计算方式我其实没有摸得很懂，但是有稍微研究一点点，对，然后就是你看很久，如果你看很久，然后又没有订阅的话，它就会它的那个广告的费用会越来越贵，对，它的计算方式其实不是固定的。对，这个有点讲太深，就是其实我们投 YouTube 广告，它那个就是每次打出那个广告的价格会不一样。就是如果你这个广告做的还不错，就是他感觉到观众有爱看，然后又会采取行动的话，他就会算你便宜一点。但是如果你广告品质很烂啊，比如说你的广告就是超级没营养，然后在那边营营就是卖色，然后就是没有内容的广告，然后大家看了都很讨厌的话，你那个广告就变得很贵。我觉得其实蛮合理的，对这有点扯太远了啦，跟今天的台语水管有点离太远了，我们还是回来一下。对，刚刚那段话就是应该是有隐含一点我对那个市面上品质非常差的广告的不满，这样子，真的蛮烦的，就是会觉得YouTube 不是一个小朋友可以接触的平台吗？广告有一些真的是好讲太多反正台积电就是这样子。对，我们来看还有没有其他都是那个怎么都是新闻啊？
也是啦，这应该不会在乡土剧里面出现啦，应该比较会在新闻里出现。好啊，我们刚刚聊了一下广告嘛，我们来看看广告。初下广告的教学，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么专业，因为就我所知，有蛮多 VTuber 就是真的更懂广告的，也许他们更适合做这个。我还是教大家台语就好了。阮过去上电台拍广告有无？啊，有了吧？有，就是我有发现他的那个影片来源，就是大部分除了公视台语台的新闻之外，还有很多是来自于乡土剧。对啊，就是呢，如果你在网络上遇到有一些人，他问你这个东西台语怎么讲啊，他可能也看不懂台文的时候，你除了自己录音给他听之外，你直接贴那个乡土剧的片段给他，应该也蛮有说服力的。对，所以我觉得还蛮方便。对，那按错了，有帮助哦。对啊，就是你查了广告，他不只跟你讲广告是宫格嘛，他就是直接跟你有上下文，他直接跟你说怕宫格，你就知道他怎么用，你就知道他前面要接什么动词了。这就是那个例句好的地方啊，例句对学语言有很大帮助的地方，没有错。多花一点这个广告预算，这也结果有时候就是刚刚那个开台前快要开台的时候，阿咪也有提醒我，对，就是阿咪有先留言跟我说，就是他有发现里面可能有一半是华语的，我发现我自己查没有那么多啦，但是对，因为他的那个影片来源是有一部分是从乡土剧，可是这年头的乡土剧已经没有在全台语了，这年头的乡土剧有时候那个华语中文的那个比例就不知道莫名其妙就有时候还蛮高的，对，所以就会有这种状况啊。那这时候怎么办？给他一个倒赞，这样那个我们这个台语水管的演算法就知道哦，这个没用，下次不要推。真的这个真的是大家可以举手之劳按一下，就是可以轻易的让这个也不一定轻易，但就是可以让这个网站越来越好用，好吧？这番茄猪这样光顾完了哦。这好尴尬哦！大家有听到他刚刚说什么吗？他说番茄汁这样按那宫格，就是他是有点套单，就是一半是中文，一半是台语这样子。对，那不知道呢。我觉得那个宫格的部分是台语啦，应该可以用啦，应该有帮助吧。然后忘记跟大家说，就是我刚刚有举例一个那个使用情境嘛，就是如果有人问你怎么讲，你想要贴一个乡土剧片段给他的话，好方便，你就按这个复制连结结果我根本没接到，好笨哦。等我一下，我下面都没接到，怎么会这样？我瞧一下画面，完了没有给大家看到那个好，等一下哦，小困难。好，公视台语台才有全台语，对啊，公视台语台的要求可能比较高一点。我站过来一点，就是它的我说明栏应该有放连结啦，你们也可以去用看摸摸看，对，然后就是它这边有那个赞，还有到赞，然后还有这个复制连结，如果你觉得蛮有用的，你可以算了，我直接把它拉出来好了。哇，我没有先瞧好好丢脸啊！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复制连结，所以如果你要贴给朋友，告诉他这个怎么念，你就直接复制连结，把这个连结贴给他，很方便，真的是很方便。好，哇，那像刚刚我们发现那个嘛，他番茄汁讲中文，不知道番茄汁的台语是什么，我们就又可以查了，有没有？就是大家想要学台语的话，其实也可以，就是你发现什么词不会，你就开始来这边查，一直查，就有了。这个是，如果你想要增加词汇量，然后你完全没有方向的话，你根本就可以这样子弄。贴连结传梗图什么意思？把它截起来变成梗图，然后贴过去吗？这次就没用了。哇！我应该换下一步。我一直看你番茄汁的广告，都被你洗脑了。哇，整句中文是怎样啊？ketchup， 对，我之前有用台语讲到番茄汁的时候，也是都听到大家会这样讲。虽然它算是日语的外来语，对。抗氧化食品之首，tomato juice。tomato juice，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Tomato juice 不行啦！这番茄汁啉落去啊！啊哇，番茄汁，哇，这都不行哎！你这番茄汁，你若无吞规箱，要哪有够伊啉啦？哇，都不行，都不行！我天才番茄汁，配这个是有业配吧？这靠腰哎，这个是置入吧？这明显是置入吧？然后你还给我讲那么多次，全部都讲中文是怎样啊？这番茄汁自古早到即阵拢敢若一个口味尔。那这番茄汁内底有欧利果寡糖。啊，番茄汁内底还有欧利果寡糖是怎样？我即马开始，你逐工哦，拢来搞我啉这个保养番茄汁，知无？哇，他甚至超脱这个文法，大家拢爱啉这来保养这番茄汁，哇，哇，马上闹亏耶，哎，就蛮好笑，蛮好笑的。家里头只剩下番茄汁，来补充茄红。这个番茄汁该不会也被附身了吧？谢谢你的番茄汁啊。谢谢。哇，电视好不好？这不是饮料，这是番茄汁。不是番茄汁不是一种饮料吗？好，我受够番茄汁了，我再给他一个倒账，我们应该换一个词，我们应该换一个话题。感觉输入营养食品会对业配是不是？好，来鱼油好不好？我怎么感觉我突然要变卖药电台了？是怎样？这内面哦是红色的鱼油。啊，不是鱼油的鱼油啊，你为什么还要鱼油？鱼油大家都会吧？不是，他的声音全部都被那个他弄袋子的声音盖掉了，这样我是要听什么？要来一起卖药吗？我蛮想的，我一直蛮想开那种叫卖台或是卖药台，就是给大家听听看那个台语拍卖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其实蛮有兴趣的，感觉跟银白如果一起来卖药的话，好像还蛮有意思的。我们之后可以聊聊看我们可以怎么合作看看，我觉得听起来蛮有趣的。吃鱼油变聪明。什么脚散是怎样？对吧？等一下，哇，感觉如果是那种业配或者是置入的啊，可能那个厂商都会希望你用中文来广告它，因为其实听得懂台语的长辈，大概很多也都听得懂中文，但是只听得懂中文的年轻人，大概是听不懂台语啦。所以呢，如果是厂商要置入的话，可能会要求他用中文业配，我觉得是说得通的啦。虽然我没有实际上接触过，没有经手过，但是我觉得我的猜测应该还算蛮合理。好吧，我们看一下龙角散。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一定要？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子对待自己呢？啊，这没有这个没有哇，那种经典广告会不会有啊？少精之类的？哇，没有，好吧。大鸭500，小鸭200，有买感谢，无买用多谢，太凶了吧？这是什么那个勒索型的暴力推销是怎样？关闭享贺什么原味？什么东西原味？什么东西？我没有要卖原味商品，不要乱讲。没有在卖那种东西的，只有卖弄才学而已。没有啦，也没有。好，哇，还有什么？其实我自己有玩一下啦，就是我有发现有一些，所以我也该主导档。对，有一些那个，因为可能乡土剧里面那个医院的场景还蛮多的，然后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发现，其实医院里面如果也不一定，但其实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蛮多都是台语比我想想看跟什么也没有要采捧，就是我发现医护人员的台语其实还蛮保存的蛮好的，就是因为跟大家科普一下小知识，就是其实台语有蛮多医疗用的词汇，就是医学的词汇很多都是在日本时代那个时候那些知识开始有传进来，然后就有蛮多其实是台语词，然后那个台语词跟中文的那个逻辑其实会差蛮多的。那有一些可能是从日语汉字直接念，那当然有一些也是用台语的逻辑去取的。那就其实像那个什么打针不会讲怕姜，
打针都讲注虾，这个就是那个日语汉字也是注射嘛，所以就是你不能直接讲怕，讲的听起来其实蛮奇怪的。对，那如果大家有对这些东西蛮有兴趣的话，其实好像在台语水馆我随便查一下是都还蛮查得到的。对，哦，年轻一点其实不太会台语嘛。对，其实我的经验也是这样子，就是比较资深的会就比较资深的医师、比较资深的护理师、比较资深的药师会是比较会台语的。那比较年轻的就要看啦，就是那当然每个地方的那个文化跟那个风气都不太一样，但是有些地方就是如果病人还是很多都是只会讲台语的话，就是真的病人他真的不会讲中文也是有。那这种情况下，就是那个比较年轻的医护人员就也必须要学会。对，就火嫂就是有一点类似这样子，就是他前几天我们才聊到这件事情，就是其实他在上班的时候，蛮多时候是需要用全台语跟那个病人解释他的要注意的事情的。对，那就是所以就是有被迫训练到这样子，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蛮有趣的。老人看医生这啊，以后人员就要较了解台语。真的没错，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对啊，就是毕竟老一辈的就医需求会更多。那至少在目前啦，至少目前台湾还是有不会中文的老人存在的，以后不一定，但至少现在还是有。对，所以医护人员的台语就是会被迫训练到，这个确实有。哇，伊藤绿茶在医院很开心，因为听到好多台语，真的会耶！我之前也是陪家人去看病的时候，就是会偷听，然后偷学，对，就真的还学到蛮多的。对，因为陪家人也是就是比较有年纪的，所以那个就真的是不太会讲中文的家人，然后就是医师也是就是用全台语跟他解释，这样子蛮酷的。然后当然有些地方也就是有些地方是那个嘛，长辈是讲客语的比较多，那有些地方的医护人员也是可以用那个全客语解释病情，哇，真的蛮帅。我之前在翠上面有看到一个是老牙医，然后他就是可以用全客语跟你讲解，就是你现在那个嘴巴里面发生什么事，然后哪颗牙长怎样，要怎么处理，然后就超帅的。对，希望这个大家以后还听得到。对啦，照服员的台语也要很好，就如果你需要近距离的去照顾长辈的话，就可能还是蛮需要。对，没错。好，大家知道点滴怎么讲吗？大家刚刚有听到吗？考大家。我大家拢知影讲哦，食人一口爱行人一道。不对耶，我要的点滴不是这个哎，我要的点滴不是这个哎，这个不行。中华大学的老师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你这个点点滴滴啊，也不是这个点点滴滴啊。嘴讲北部为手下，台北市太多了，太多点点滴滴了。大姐下江拔起来好不？拔起来，我要出去吹头路啦，拜托。哇，对，这个说的那个嘛，吊大档，没错，就是我学到的也是这个，也是说吊大档因为它就是怎么说？就是你打一支，就是只是打针的话，它那个注匣就不是大档就是很大一桶啊，大档就是很大一桶啊。点滴的话，你就是会有那个嘛，一个举在你就是举比较高，然后是比较大包的嘛，所以就叫吊大档。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子，应该还算对，没错。对啊，白恒言晚安，你好，欢迎你来。怎么是这个点滴？我也没想到对啊，那个，但是他这边讲的不一样他这边讲的是那个改的下尖拔起来，大姐下江拔起来好不？所以他讲的是那个针头嘛，他讲的是因为就是点滴，它会有一个针头插到你的那个血管里面嘛，对，所以那边有一根针，所以他讲的应该是想要把那根针拔掉。他是讲注匣浆吗？因为我好像只有听到匣浆。我再听一次。大姐匣浆拔起来好不？他好像说搞这个匣浆呢，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匣浆啊，说不定也有人讲注匣浆，感觉应该听得懂。对啊，对，他这边指的应该是那个针头。对，考照服员的时候最常听到的不是台语就是越南语。
哦，越南语哦，是因为长辈会讲越南语吗？好像我不知道，我不太了解照服员的工作内容，所以我其实不太懂。嗨，千 Yuzuru 安安，你好，晚安，欢迎你来看这个超酷网站，我正在介绍的很开心。Hi Mercury， 真的好久不见哦，这个至少我变成人之后，我就没看过你了，对不对？哇，嗨，欢迎。哦，兰博家听的是虾酱，原来如此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虽然台语水管很好用，但是有时候有一些真的会讲台语的人，或是也有在努力讲台语、学台语的人，一起讨论也不错，对不对？对，那个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说明栏有我的 Discord 伺服器，然后 Discord 里面有一个频道是可以大家一起讨论台语的，有需要的人可以加进来。如果搜寻调点低会更精确吗？我来试试看。没工作就有时间来看我了，是这样子吗？哇，该不会是为了我把工作给辞了吧？不行啊，这样你要怎么养我啊？不是啦，不对。结果临时要讲为长炎吊点滴咩？哇，一共吊点滴啊呵，没帮助。对，前几天才用这个网站交朋友台语，还是痛苦啊？为什么痛苦？我很好奇，是你的朋友还有什么不满是不是？你的朋友对此还有什么不满吗？我们可以看看，你讲讲看，我们看有没有办法解决。我们那个聊天室大家都很聪明，可以集思广益，好不好？这是什么社会事件被吊的牛郎会讲的话？喂，继续搁吊一挂点滴无啦？哇，吊一挂点滴，麦克吊点滴啊！美国在吊点滴啊！不要再哦。有你没吊点滴哦。结果更糟呢。结果那个找点滴还好呢，找吊点滴弄一堆了，吊点滴。无看到讲佢咧吊大档是哦？有啊，吊大档有啊，中盛是有。有了。对啊，先在华语吼，因为现在很多乡土剧那个华语或是中文的那个比例真的越来越高了，所以就我们还是需要努力的去按它赞跟到赞来把关一下。是朋友发音很糟吗？那只能鼓励他多讲了，因为多讲才会进步。就是你忍耐一下啦，你让他多讲一点，他多讲多听就越来越好了。总是要经过那个练习的过程嘛，这也是没办法。就是爱他就不要叫他别讲。呼吁大家。如果你是那个比较资深一点的人类，然后你已经有晚辈会想要讲台语的话，也呼吁一下，就是爱他就不要阻止他讲啊，就算他现在讲的烂的哈，可能哩哩啦啦还是超连带哈，他讲多了就会变得很强，好，就是这样。给讲给进步哦，马来西亚那边的因为马来西亚也有一些汉人会讲福建话嘛，好像有槟城福建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有。就是跟台语有些地方会蛮像的，对，那确实也就是当然，我觉得如果你是刚开始学台语的话，可能不一定要去研究那么多。当然你觉得好玩，你可以去研究，但是就是怕会搞混因为有些用词还是有差别，会搞混。不好的东西，不一样的意思是不是啊？我以为，因为我不太懂那个其他地方，就是台湾以外的福建话，我没什么研究，对，然后我只知道就是会有一些用词其实会差蛮多的，所以就有时候有机会互相交流的时候，因为之前我读那个台文系的课的时候，就是有马来西亚的交换学生来，对，然后就有交流，有在台语课上面直接交流一下，就发现蛮有趣的就是蛮多词就是那个逻辑或是那个一些外来语的，就是可能在台湾是一些日本来的外来语在那边有其他的说法，就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的，所以如果你就是台语已经研究到就是想要寻找一些新趣味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方向，也是可以去那边找找看啊。真的所以是吊坠吗？吊坠也有听过吗？吊坠也是那个吗？也是点滴吗？哇，这个我完全没听过，所以我是真的不知道。蛮有趣的。还是其他意思啊？是其他意思的话，就麻烦大家补充一下，不然我是真的不知道。有趣啊！卡吉尔听到，原来是这样子。因为从我有听过，都是只有听到吊大档而已。我也觉得蛮好记，所以我有记起来。好，
大家还有想查什么？我们来看还有什么火箭怎么样啊？我们来试试看那个台语水管的极限在哪里，好不好？我们来看，给他那个多炫炮的词，他有办法。国际新闻来关心以下冲突上新的消息，这是黎巴嫩真主党之一，是向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发射超过50粒火箭弹，部分的火箭弹。火什么弹啊？火什么弹啊？哇，没听清楚，再听一次。弹，部分的火箭弹各具拍50粒火箭弹，部分的火箭弹各具。哦，因为火箭是火箭嘛，不是火箭哦，火箭是火蛇哦，不讲哦，火箭。所以应该是火箭弹啊，直接念应该是火箭弹啊，原来如此。伍佰有唱过火箭，我知道，爱情这都像火箭，小滚滚滴滴去，我知道，那首非常经典，我自己也很喜欢。单火箭不对呢，单火箭是另外一个人，我是单火箭，好不好？无同啊，无同款啊。好。我们来看，中央大厦太空科自主开发深太空辐射探测机，伫台湾时间今下晡2点11分的时阵，坐到这日本太空创新公司 iSpace 的登月小艇，对美国佛州透过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发射过程啊，也是讲火箭嘛，那应该就是这样子。哇，这里面好多那个哦，很多高科技用词哎，好赞！我真的蛮推荐，虽然我自己就是有时候就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一直都在看，但是我真的蛮推荐那个公视台语台新闻的，因为里面有一些国际新闻啊，或是一些科技新闻啊，或是什么生物科技也是嘛，也是科技新闻，就是可以学到蛮多你平常可能比较难有机会接触到的一些专有领域的台语用词。所以如果你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台语已经都就是没什么问题了，你想要再去加深你的台语词汇的话，我觉得是个蛮不错的方向。对，手机要无电啊，等下转来，好，你小等转来使甲我讲，我再甲你还原一下。台语台新闻真侪新书，对啊，台语台的新闻真的是因为就是公视台语台，它会有个。就是公视台语台，它会有个标准啦，它的标准会拉比较硬一点。就是如果你是在其他台的台语新闻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比较新的词，就直接拿中文来讲了，它就不一定会很努力想要去把它翻成台语词。对，但是其实就是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是一个语言如果它要正常的传承下去的话，它不能所有的词都不用自己语言的词，不然你之后要讲一些，你要谈论一些比较新时代的东西的时候，你整句话里面可能只有30%是台语，那我觉得这句话应该就不是台语了，好不好？对，这句话可能就是中文了，或是那个是什么台语风味中文，然后风味的意思就是没有，就是那个咖喱风味就是没有咖喱，牛肉风味汤没有牛肉啊，就是这样。对，没错。那可是公视台语台它就是会有比较有那个要求啦，就是它必须要都翻成台语这样子。啊，真的翻不出来没办法翻的，他可能就用英文，像是那个人家公司的名字啊，不用翻嘛，就直接用原文这样子，类似这样。所以我觉得现在有这个台语水管就很方便了啦，就是你就可以直接你好奇什么你就查一查，然后你看到它是那个公视台语台的新闻的话，你整个例句看下来，你就可以学到很多词，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哦，有之路看。台语都是看布袋戏学的整个走调啊，因为那个布袋戏很多用法都比较文言，就比较不是日常生活真的会去讲的，对，所以只靠布袋戏去学的话，会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就是会比较遗漏，那也是也是会发生的。但是那你知道怎么办吗？我告诉你一个好方法，我们现在有一个人有一个那个台湾 VTuber 啊。叫做陈火蛇啦，就是虽然那个开台像今天还是讲中文蛮多的，但是好像听说他就是如果有要玩电动的话，会尽量想要全台语这样子，或是至少80%台语这样。所以如果你想要用台语讲一些可能比较日常生活的没有那么文绉绉的东西的话，也许你可以考虑看看台湾 VTuber 陈火蛇的电动台哦。啊，好，自肥就到这里，公视台语台还有台语新词词库，
还蛮多的。我记得公视台语还做过蛮多系列的，这样好像有个系列是街访大家，考大家这个东西台语怎么讲。对，然后你就可以看每个人就是讲法可能不一样啊，有一些有道理，有一些比较没道理。对啊，就也一部分也蛮有趣的啊，一部分也是真的可以学到东西。对，就公视台语台是有蛮多节目可以去看看的。对啊，主题也蛮多种，所以就是反正你们自己去研究。好。哇，还有什么？我们今天有一个防灾4 VTuber 来，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自然灾害的台语可以学好了。哦，前阵子上了斯洛姆的节目。然后讲到淹水，大家知道淹水的台语怎么讲吗？考大家，你们想一下，会的可以作答啊。我们看一下。中部地区今仔日又完是落大雨，彰化梨林的公园地拢淹水，民众不都。哇，他讲淹水哦，我打了2次吗？哦，没事。以前在布袋戏主打一个语调吗？啊，一粒丁喜公这大水，我家也是讲这大水。大家刚刚讲淹水呢？饮醉不知道是比较文言，然后真的有人讲，还是被中文影响，这个我有点没把握啊，这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家都是讲这大水，我们来看看它会不会有。来看新北市新庄的琴林路附近，今仔日因为这个地下水管伤过规个破去，造成这水喷出来，车路拢淹水啊。哇，感谢补充 ，Mercury 是讲淹水，然后银白也是讲淹水啊，原来如此。对，顺便提醒大家，有时候会看到这种状况啊，就是像我刚刚就是我自己不确定嘛，就是。有时候真的不确定那个是原本就有这样讲，然后刚好跟中文一样，还是它是被中文影响。有时候真的不确定，可是有时候有些人不确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那一定是被中文影响，然后结果发现其实不是哦，所以这种时候我们还是要不要太相信自己，要有一个那个啦，就是实事求是，然后要稍微求证一下，对，有时候不要太凭感觉，不然就是这个语言里面明明本来就有2种讲法，但是你以为饮醉是原本没有的，然后你就叫大家都不要用，结果我们就损失一个可以变化的讲法了。对，不是那个语词可以抽换，可以变化，很方便。就是写小说的时候就不用怕太无聊啊，或是你要写什么音声台本，大家有在买这种东西吗？我自己是还好，但是我有看到有人在做一些台语的音声台本，那这种时候有。很多丰富的词可以去抽换，其实也是蛮重要的，所以没错。领导公他字卡用这大水哦，真的他字卡写这大水，那可能是那个key 字卡的人的习惯跟播报的人的那个习惯不一样，也是有可能的，对，有时候也有各地讲法，有时候真的是各地的讲法都不一样，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求证一下，收集一下，然后就你的那个语料库就会比较大啦，你可以有得选，也蛮好的。确实就是台语跟中文有某部分也是有共同被影响的，所以的确会有一些词是一样的，也是会有。阿公要去田里放水，盖过稻苗，也说淹水啊。我家比较没有这种经验，至少我在地球上生活的时间没有遇过在田里劳动，也没有参观过长辈怎么种田，所以好像没有机会接触到，所以我不知道那是大家都有这样讲，还是你家的特别讲法，这我就不知道。不过之前有被带去那个家里的果园灌斗杯啊，有灌过，那个蛮好玩的。虽然不知道算不算虐待动物，但是因为听说是我妈那一辈小时候的娱乐啊，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玩，就只能玩斗杯啊。斗杯啊是蟋蟀嘛，就是那个你可以灌水到它的巢穴里面，把它赶出来，还蛮特别的。应该是以前没什么娱乐的情况下，就是只好虐待动物当娱乐。但是那灌出来好像可以吃我不知道我们记错了，好像说以前那个是可以拿来吃的，它其实有蛋白质。对，昆虫其实是那个丰富蛋白质的来源，所以好像可以吃哦。有人说斗高，对，有人说斗高，对不对？
台语词真互真济，台语词捌互真济语言影响。对啊，就是当然现在中文嘛，然后之前日语嘛，然后还有很多，其实很多被很多语言影响过，就蛮有趣。在吃饭，结果在讲吃蟋蟀，对不起，我很抱歉，那我们赶快换话题好不好？哇，我很好奇有没有人讲这大水的，来看一下好了。受到锋面甲西南风的影响，台南今仔日是落大雨，伫个仁德民安路两段受部分路段积水，一直到早起10点外才总算消退。另外，伫个高雄昨暗的雷公雨是有徛加这冷气去互雷公卡着导火。中山大学的宿舍也有房间淹水，气象署是表示讲这波雨势会一直到明仔载。应该有人讲这大水吧？中央广播要提供受灾户补助，淹水超过50公分以上的中继受。所以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这波斯湾这个人应该都习惯讲这大水。受风台海龟暴风圈的影响，金门灾情嘛是真严重。昨昏金门透风落雨，而且嘛有传出淹水的灾情。怎么都是淹水？炸蟋蟀好吃，真的假的啊？这个有吃过，我没吃过有机会是会想试试看啦。炸蜜蜂也好吃，这个我也没吃过听起来是不错啦。有机会希望可以吃吃看。咱来看到台南，只要这两天因为怎么可能都是淹水？来关心的就是受到洪台三道里今仔日讲这个台北洪台做哇，受到这高雄有民众这厝都状况好势搬。你好，欢迎你来。哇，前几天有看到你。那个引用那个前几天有人在推特上问一个问题嘛，问那个大家是讲蚵仔煎还是蚵仔煎嘛？那个有看到齐奥马也有参与到这个话题，然后我发现哇，你会罗马字哇，感觉你学台语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啊，太好了哇，我刚刚有提到一个那个台语字典，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但是以防你不知道，那就太可惜，跟你讲一下，这个叫吹台语的词典，超好用哦。我发现你已经会罗马字了嘛，就是那你可能用得到，你之后可以在这边，也可以在这边查，也蛮方便的。蜂蛹也不错，只是卖相有点可怕啊。这个我没看过我好像有听过，感觉就是会被说什么很补这样子。直接查这大水有道理，不对啊，从零开始学，不是应该先学罗马字吗？我这样讲会不会延上啊？这样讲会不会很臭啊？没有啊，就算了，我讲委婉一点，就是我现在讲的是观察，就是一个客观事实。以下我要讲一个客观事实，就是很多台湾人觉得不需要学罗马字。那为什么觉得不需要学？可能有很多原因啦。那可能一部分是因为就是觉得台语可以用听的，就是不用会那个文字，就是只用听的就可以学会。那也不一定错。那就是如果你用听的就可以学得会，那也很好。但只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会罗马字的话，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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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的工具。对，所以。就是这样，就是但如果是真的从零开始学，尤其是你生活中没有什么环境可以用听的、用讲的就把它学好的话，那你就会更需要罗马字。对，那如果你很幸运，你有一个环境，你完全不用罗马字也可以把台语学得很好的话，那也不错。对，但只是我自己是觉得，普遍台湾年轻人应该其实也没那个环境啦。你家长辈可能也没有那么喜欢跟你讲台语。或是没那么不一定说不喜欢，但可能没那么习惯跟你讲台语，那你就会需要一些好用的工具啊，对啊。嗨，酷烧啊，欢迎，晚安，你好，欢迎你好。阿辉阿曼吃饱未？拄吃饱去饭回来，无我还没吃，我等下应该直播完再去吃。不然我最近好像都习惯8点左右吃，对，不然我有点太早吃，我很快就饿了，然后我就会更肥，我就会不开心啊。
对啦，有人嫌懒惰不学罗马字，然后说会讲就好，就是尊重，那是个人选择，那是个人选择。我没有要说怎样一定比较不好，只是我觉得客观事实，不是说客观事实，我自己的经验就是罗马字很好用，推荐大家用啊，你爱用不用随便你，就这样。哇，听起来超凶是怎样？不是啊，爱用不用随便你嘛。啊，你发现不好用，你再学也可以啊。或者你学学看嘛，啊，你学学看之后，你发现不好用，你再来骂我也可以啊，又没关系啊。我是觉得蛮好用的，就这样。会看罗马字的好处，其他语言也通用。真的，就是那个台语罗马字有，就至少现在最主流有2种以上的系统啊。我不要讲太多，反正就是那个其中一个叫北维基啊，台语的北维基这么来的，是那个之前。那个传教士他想要让大家可以用台语读圣经的时候，去就是教台湾人用的，对。然后那个北维基我学会之后啊，我不只可以用北维基读台语哦，因为那个客语也有北维基，也有那个白话字的客语，然后那一样是罗马字啊，我看了我就可以念出来咯。虽然念出来之后不知道意思，但是超方便，蛮好用，真的。哇，聊天室突然有点热闹，我眼睛跟不上，等我一下。啊，像银白直接去跟地方小流氓对骂学台语啊，也是啦，就是有一些那个比较社会人或是比较小流氓会用到的词，你不一定在字典里面找得到，所以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学习的领域啦，对。啊，但是如果你是从零开始学，然后你想要学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东西的话，就字典应该是蛮够用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环境可以直接学的话，还是可以考虑要不要学一下罗马字。对，确实有些人是因为那个对英文有那个可能 PTSD 还是什么有点害怕嘛，所以对，突然讲到争议话题吗？没有啊，是我自己开头的啊，是我看到你来我自己开头的。我本来就不怕讲争议话题，对，只是我讲的时候还是会稍微不要带太多情绪啦，对。但是我没有在怕讲争议话题啦，就是因为我自己心里有一个觉得怎样是比较正确的答案，所以就是是有立场的，我也不怕跟大家，我也不怕讲给大家知道，对，因为我觉得对的事情就是对的事情。什么叫对的事情？就是你不想学，没有人可以强迫你，这是对的，我觉得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别人想要学，你自己没学过，还想要跑出来大声讲说那个不好用，那个是乱搞的，我就觉得你欠骂，会不会很凶？但是我觉得这样说没错啊，还是你觉得哪里我这样讲哪里有错？你可以说服我，没关系。你说服不了，就也是你的问题。好凶哦，怎么变这么凶？完了，本性跑出来了。其实我蛮凶的啦，我蛮喜欢骂人的。还好有一些观众也喜欢被我骂，让我有时候可以过那个瘾。大家都开心，好爽啊！这嘛是英文不好，一堆罗马字到最后会看到不飒飒对啊，毕竟它就是不是啊，就罗马字跟汉字就真的差蛮多的，所以如果本来对罗马字就没有很熟悉的话，学起来有时候是会蛮累的，也是没错。对没有啊，我觉得阿杰就是平常如果有在 DC 看到的话，就是或是阿杰回我留言的时候，有时候就也会用那个汉字台文我觉得也很赞啊，就是汉字台文也是台文，所以如果你罗马字用不习惯，你也可以去学汉字台文哦。就是大家可以去找自己最喜欢、最习惯的去用，对，没错。其实拼音也是有必要，不然文字怎么记也是个问题。原住民原本没有文字嘛，也是靠拼音，不是啊？对啊，就是所有的语言一开始都没有文字，好不好？所有的语言一开始都是只有在嘴巴上讲，对。但是就是像比如说什么，就是中文现在有汉字嘛，那也是因为有人突然决定说，我们应该发明一个汉字来记录我们讲的语言嘛。对，所以所有的文字都是被发明出来的它不是语言一存在的时候就有的，所以就算一个语言以前没有文字，那又怎么样？你可以让它有文字啊，为什么不行？对啊，有时候我们直接借用，比如说本来就有的罗马字母，直接借来，然后调整一下拿来用，也很快。
也可以正确表示它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用？干嘛不用？为什么你非得要再重新发明轮子吗？有必要吗？如果没必要的话，那就对啊，没错。惯用什么文字？惯系用啥文字的用，给这块也是真好。对啊，没错。像我就是之前有那个很久以前嘞，我的第一个联动，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没有，有一些是那个档案已经不在的，但是现在大家看得到的，我的第一个联动就是台语谚文，它就是用那个韩国的谚文拿它来写台语，也可以呀。对，而且事实上那个历史上还真的曾经有人提倡用这种方式，就蛮好玩的啊。我那时候就为了这个联动，我就故意跑去学。实际上我在用吗？没有，因为我用不习惯。但是真的去学一下也蛮好玩的，真的很好玩，真的很好玩。嗨，0287你好，欢迎你来。我们正在看这个超酷的网站，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越扯越远，可能这就是成火蛇吧。对吧？这个直播档还在。对，你们现在找直播档里面最早的那个联动，应该就是那个台语谚文的，还蛮有趣的。对啊。我自己是没有在用啦，但是当成那个好玩来学一下子 OK。对啦，反正学得会就好啦。对，没错。这边也预告一下，就是刚刚有唐突跟大家揭露，就是我其实蛮爱骂人的，然后就是等我符合那个会员可以开会员的那个资格的时候，我应该会有一个会员限定的节目，叫做会来啊今早哦。为什么叫会来啊今早？就是阿慧要来骂人了哈。怕被骂的，或是不喜欢听我骂人的，就可以跟照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喜欢看阿慧骂人的话，你就可以付那个，你就可以缴那个会员的钱，你就可以看到会员限定阿慧开骂，然后就可能就会针砭时事啦，就会把一些我觉得那个可以拿出来骂一骂，就是其实是讨论啦，但是就是故意给那个情绪给它放比较重一点，看起来比较好看，节目比较刺激这样子。做一个那个骂人节目啊，大家有喜欢的话，到时候再来订阅来看啊，然后就也可以帮我冲一下时数，我就可以赶快会员化，不是会员化，收益化开会员哦，谢谢大家。银白说的不错啊，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反正你学得会就是个好方法，所以大家都该来找阿慧学台语。嗨，橘子是颗橘子，火老师晚上好，请问你迟到了吗？应该没有吧？有来我都很高兴。对啊，今天其实也没有特别教什么，就是直接用这个网站给大家看，告诉大家有多好用，然后也没干嘛。对，主要是这个网站真的很赞啊。好，大家有什么好奇的啊？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问倒他嘛。不是，刚刚说直接找这短剧看有没有，对不对？对，那个直播就叫做验证韩系 VTuber 可以用谚文学会台语吗？还真的可以，大家可以去看哦，真的有成功哦，蛮好玩的。这大最看看有没有。所观众朋友来，有啦。讲到这波斯湾地区小连续落几日港的大雨，就是同一个人呢，他同一个人用两种讲法。大部分的时间拢无伫咧落雨，向落一阵来，煞造成淹水。这杜拜12点钟内呢，就落一年雨水量，也造成这交通是大拍角。咱来讲到阿曼是山内面做大水，上报有18人死亡。另外，中啤酒的密室哇，这是刚刚讲到的啊，就是如果你的词汇里面就是同一个东西，你有不同的词可以用的话，你就可以抽换它，你就可以像比如说他刚刚就是在播报新闻，但是他第一次讲淹水，他第二次就讲这大水，那看不无聊，就比较不会腻，比较听得下去，这个真的很赞，这个真的很赞。对，没错，刚刚这两个都有讲嘛，他同一段里面两种都有讲，没错，就是如果大家有写作的时候，尤其写作的时候，蛮常会怕。写作的时候蛮常会怕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会怕那个重复的文字太多，就会很无聊。对，这种时候就蛮方便。Mercury 说感觉这大水比较严重，是不是啊？可能淹水没有那个大哈，淹水没有说一定淹很多，但是这大水就应该要是大水，是这样子的感觉吗？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有点道理耶。对，确实，因为如果它是不同的词的话。很多时候这种词其实会有一些微小的差异，对，就如果你很认真要比较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微小差异的，对。
那这是看你的台语造诣多深啦，或者有时候是看我们使用的习惯跟感觉啦。这个就蛮值得研究一下的，对，蛮好玩。像比如说台语的动词其实很多嘛，比如说打人就很多种啊，你可以惊蕊，你可以猫蕊，你可以怎样？你可以削蕊，还有什么？很多种，对，我突然想不起来。然后我记得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找那个失控的台语课。有一个他好像有粉丝专页，然后应该也有 YouTube 频道，叫做失控的台语课。哪里失控我不知道啦，我是觉得我平常应该比较失控啦，不是，对，反正就是他介绍的蛮细的，然后他也有好像有做 TED 演讲 TED Talk， 然后也是在讲台语的动词有分很多细节的变化这些的，那大家有兴趣自己去找来看。我比较没读什么书，所以研究没有那么透彻。哦，对，那几个那个说打人的那个动作，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没错，所以大家可以去找来研究一下。哦，这打最比较像大量降水这样子，然后可能像洪水嘛，好像有道理耶，但我不知道，只是因为我家都讲这打水，我真的没怎么听过饮水，就是不一定是那种洪水，就是在平地，然后有积很多水，稍微有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家也会讲这大水。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家里不知道有饮水这个讲法，还是家里就是单纯习惯了，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对，那就还蛮有趣的。像今天跟大家讨论，我才有，不然我本来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今天有跟大家聊到这件事情，我才有感觉到，好像真的，好像这大水真的感觉比较大，然后有那种就是洪水的滚滚而下还是怎样的感觉，但饮水好像就没那个感觉。对，那这就也是那个尤其是这种网络上资源不一定够用的情况下，我觉得跟大家多讨论真的是蛮有用的，蛮对这个把这个语言学得更透彻是真的蛮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如果也喜欢多做这件事情的话，诚心推荐大家可以来我的 Discord 伺服器不是因为我很厉害，是因为那个我的观众朋友很厉害。可以来这边聊一些台语的细节啊，有兴趣或是有想学台语的人，是不是有人说想要学台语啊？有想学台语的人也蛮适合来的，对。好，哇，好，我们看今天能不能继续把它问倒，好不好？还有什么很深奥的？其实这个橘子也想学台语，对不对？马上加进去，然后你以后有什么疑问，你就可以直接在那个 Discord 的有专门的频道，直接在那边跟大家聊，非常的方便啊。你要单纯就是写个日记给大家看，跟大家那个拉赛聊聊天，也不错，也很方便。找找看 VTuber 文化的相关词汇吗？好啊，完蛋了，我只想到 VTuber。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啊，直播好不好？直播不一定 VTuber 才有嘛，说不定那个就是其他形式的直播也有。我的海龙王直播才名气大。海龙王直播，甚至还有人叫我讲直播切身躯。我是有看过有人开洗澡歌回啦，我没有要开哦，因为你今嘛是一个有人气的直播主，袂使清清菜菜落伫你的直播，完蛋了，菜菜落伫你的直播变物件，那是因为真正好用，才会让伫直播顶头卖，然后一定爱甲。怎么都同一段啊？迄刚咱直播的时阵，佳玉最近来家这直播的顾问，不是啊，直播你可以直接照念，你可以念 dib 啊，你怎么连 dib 都不想念？你连 dib 都不想念，一定要讲直播才开心吗？是怎样？突然变好凶哦，今天是怎样？你搁超工伫直播，结果真好食。而且直播的时阵哦，直播根本就不是咱直播的时阵所试食。海哥，我和你直播拍袂低吧？低吧，和我伫咧直播试食。咱这做这个直播主真正是哦，做无女神好较好，搁遐尔搞经营直播，女神节你。但确实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真的蛮常有这种情况的啦。就确实就是有一些长辈他就是讲话里面要冒出一个很新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是会把它切成中文。对，只有多情城市的片段吗？我也在想，太多了吧？对，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对，就我也很难去改变我家的长辈啊，没办法。哦，汉堡有意思，等一下也来找一下。啊，迪拜是为你的直播平台卖出去。我已经答应厂商要做直播了耶。你是中文啊？哇，然后我们一起直播。我们怎么可能跟你一起直播？说了，你每次直播登。我最喜欢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美食了，所以我现在就不能直播了。那好了之后你再直播啊？哎，不是什么直播购物的当属对。无救啊！直播购物啊，是这个话表。我看哎，后盖就直播宣传的时阵哦，等下甲大家讲。对。写商品除臭袜，等你直播。啊。百货直播拢在促销。不多。那我直接跟大家说，我都怎么讲。有时候我会讲 dipper 啦，但是我其实更爱讲害型，因为尤其大家如果有看 VTuber 的话，蛮多人就是比较习惯用那个嘛日语外来语，就是不一定要台语 VTuber， 就是讲中文的 VTuber 也都蛮喜欢讲什么初配信有没有？那个就是日语来的啊，那是日语的害型来的，所以我自己也会讲害型，对，有时候会讲咱今日这个害型的差不多到这啊。给大家参考啊！一例讲哄嗓，哄嗓我觉得也蛮有那个感觉的，而且台语原本就会讲哄嗓，就是像什么广播那种嘛，就是广播电台那种广播也会讲哄嗓，所以其实我觉得哄嗓也蛮有道理的。对啊，害型就是我个人习惯啦，因为在做 VTuber 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被那个大家很常用配信，就真的是用中文念配信这件事情，我有被影响到，所以我就会习惯去讲害型。对但其实我觉得伊里今天说这个哄嗓是更有台语那个味道的。对大家喜欢用哪一个？大家可以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或者自己觉得比较顺的，或是觉得比较有道理的去用。对，汉堡，我们来看汉堡。赖虎可能也可以啦，好像有人讲赖虎哈。我觉得反正都比直播好。都比直播好，因为直播就是中文。好，我们来看汉堡有没有？我蛮好奇的，我感觉如果是8点档，你可以带我们去吃汉堡吗？我感觉如果是8点档之类的，应该也会直接讲假汉堡这样子。他去做环保也可以吃汉堡。请问这是押韵吗？做环保也可以吃汉堡。甲无卖完的汉堡拢送好。我无卖完的汉堡。汉堡。琪琪摕素食店的汉堡，跟讲伊拢怕什么食汉堡。好，那我觉得今天我们也就是得知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光靠台语水管有时候还是不够的。对，就是刚有说到，如果你不会罗马字的话，你完全不会台文的话。台语水管是可以解决你蛮多问题，对。但是如果你遇到，比如说你要找汉堡，或是你要找直播，然后你就发现怎么办？那8点档都直接讲中文，然后你又觉得不想要直接用中文的词，你想要知道它台语一定要用台语的话，到底会怎么讲的话，你就还是会需要用到字典，也不一定，但是就是。对你可能就会需要用吹台语字典，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字典啦，就是如果你不会台文的话，也可以用，台湾华文线顶书店可以，因为这个吹台语其实它写在哪里啊？这里，它其实是把这边有写他们抓起收印，然后线顶媒体收印，就是它是把多个不同的字典把它直接整理在一起，汇整在一起的，所以你查一个就是查全部，包含阿杰讲的那个台文华文线顶书店也会找到，或者什么大家还知道什么台日大词典嘛，然后什么还有那个甘威林木书的那个就是干字典，对，还有很多包含爱台语它都有汇整在里面，所以你查一本等于查几本啊？36，数学不好。对，查一本等于查36本啊，所以这个蛮好用的。对，好啦，但比较入门的话，你不会台文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那这里比较多会是有一些新的词汇，比较现代的词汇，就是它这边是开放给大家可以去翻译。
嘿，就是你对台语小有研究的人，你就可以去翻译，然后翻译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投稿上来，给大家投票，看觉得哪个翻的比较好。比如说我们看汉堡，就有了，然后他可以直接点来听，所以你不会台文，你不会罗马字也没关系，他会直接念给你听。汉堡甲，汉堡甲，为什么叫汉堡甲？因为它是 hamburger 嘛，汉堡甲，就念起来很像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努力的同时也翻出它的意义，就是它有那个面包体嘛，把它跟那个肉给它就是包在一起这样子，哇，这个讲什么？蛤蟆胖，蛤蟆胖哦。他是觉得他像蛤蟆一样吗？就是可以打开这样子，像蛤蟆一样可以打开，不是？那是没切断的吧？那是那种大家有没有买过？就是不是买购，大家有没有买过那个就是汉堡面包，然后就是那个口感跟那个长相都很像，会在拍谁炸点会在那个早餐店出现的汉堡面包，那个有一些就是没切断的，剩一点点没切断，然后真的可以像蛤蟆一样打开。这样的话，我觉得有道理。可是如果你是买素食店那种，它已经整个切断的话，我觉得它就没那么像蛤蟆，可能就不一定是我觉得可能就不一定适合叫蛤蟆胖。对，米国挂包没错，米国挂包。米国挂包也是有点道理啦，因为确实台湾本来就有一种食物叫挂包嘛。那它跟米国挂包的那个不是汉堡跟挂包是有点像啦，但是挂包比较像蛤蟆胖吧？挂包它没切断啊，挂包它没有整个切断啊，挂包其实比汉堡更像蛤蟆胖呢。肉夹馍是中国挂包，没错啦。虽然我没吃过，但是应该是蛮类似的。有道理啊。那有没有日本挂包？有这种东西吗？一辈子都要一起学台语哦，是一辈子哦。哇，好像陈火蛇会讲的话哦，好好笑。但我其实没看过买购但感觉我蛮适合被做成表情包的，是怎样？是怎样啊？好，对，然后也有人讲马嘎不对，刚刚讲到可以投票嘛，对。所以你自己觉得他讲的，你觉得有道理，你就可以按那个。我看一下我最喜欢哪一个。其实我最喜欢讲 burger， 因为它就跟 burger， 因为像比较欧美不一定会讲 hamburger， 其实都讲 burger 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比起喊 burger， 我比较喜欢讲 burger， 我就直接讲 burger。对，所以这个是最接近我自己会讲的啦。对，那你就可以投票，你就可以按这个按内恭贺，就是你觉得他这个讲的不错，有道理，比如说我不喜欢哪一个，我不喜欢这个汉堡，就是直接照念嘛，那跟那个原本的 burger 那个就差太多了，就是变成二次翻译的感觉，就是它已经被翻成中文叫汉堡了，你再把它从中文拿去翻，就会怪怪的，对，你就不如就为什么要二次翻译呢？好，就是类似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给他这个怪怪啦，觉得怪怪的投过了，他告诉我投过了，好，就可以这样，对，那就是蛮方便。没出然后对啊，8点档一定不会讲喊爸嘎跟 B 国挂包啊，因为大家就是会抗拒学习新的词，所以他一定就是直接用那个汉堡，大家都听得懂，没错。他是在讲城市哦，哇，我哪知道，我直接当作在讲食物呢，好，就是像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台语水管，哇！今天突然推给大家好多网站哦，我的天！刚刚有人讲到那个嘛 ，Pokemon 嘛，有人讲到那个爱台语有 Pokemon，再跟大家讲一下，这其实有蛮多 VTuber 有开过这个台，我记得我有看到蛮多 VTuber 有直接拿这个当主题开台，就是跟大家一起看那个 Pokemon 翻成台语，然后就是看哪个比较好笑，或是哪个比较有道理，去也是跟大家聊聊这样子。那就大家也可以看看啊，比如说什么，我记得大家觉得最有趣的是那个嘛，妙蛙种子。妙蛙种子有一个很有趣的翻译，蒜头水鸡。蒜头水鸡，蛮像的吧？大家看一下妙蛙种子，它确实水鸡就是青蛙嘛，没有问题。它确实背上背的那个很像蒜头啊，确实很像蒜头啊。所以叫蒜头水鸡好像也 OK 呢，其实也 OK 呢，好，反正就是这样，就蛮好玩的，
大家可以去点点看，学学看。然后这个也蛮酷的啊，这个是后来才有的啦。这个比那个先有 Pokeball， 然后之后才又有这个。对，然后这个真的蛮好玩的，就是如果你对金融有点研究，或是想要学一些金融台语，哇，这边专业了，很多专业的，比如说什么杠杆交易，哦，是这样讲，屌啊贝贝，屌啊贝贝哦，好像有点道理哦。好，反正就是没错啊，哇，套牢怎么讲？屌屌，哇，屌屌好像有道理耶。屌屌，我觉得好像蛮有感觉耶，就是屌屌，就是你对啊，就是你中了陷阱，然后就被吊在那，哇，有没有味道？有味道。嗨，欧拉夫老师，欧拉夫老爹，你好。哇，我们今天本来是要讲台语水管，但不知道为什么讲太多，讲到吹台语跟爱台语了。Hello。对吧？丢掉很有 feel 呢，你就对啊，你就被吊在那啦。特的应该也 OK 吧？应该也蛮多人这样讲。特的啊，就是被套在那了嘛。好，大家有兴趣再自己去点来看啊。这个我应该就不用附链接给大家了吧？还是我要附一下啊？贴一下。来，有人想要玩玩看爱台语的。可以点这边过去啊，好。那么，哇，还有什么？来，大家想要看什么词？可以讲一下，可以看有什么啊？想想啊，好啦，我们来看那个你在哭吗？大家最爱的。爸，你在考？你在考？应该算对吧？字面上是这样没错，就是他也没有很凶的意思，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现在拿来讲都是拿来凶人。你是在考？为什么单独切出来听起来都好凶哦？你在考啊？我喜欢有什么代志？大家都讲你在考。啊，你考是哦，真可怜呢。为什么感觉很适合切下来当梗图？这感觉有够，就是如果你不管前后文的话，单独这样讲超靠腰哎！啊，你在考哦？真可怜呢！哇，被骂到了，超好笑，好要命哦，好好笑、哦。做工课，你会当安心。他那个安心的那个合嘴发得很好哎，那不是重点。好笑，真可怜呢。太棒了，我要复制起来，来贴给你们。这好好笑哦，我的天！来。你们可以拿去那个有那个朋友在靠腰的时候贴给他，笑死他！这好好用，这太好用了！我的天，我要把它钉选起来。哦，你有朋友在摇八叉讲一些你觉得根本不重要的事情，你想要叫他闭嘴的时候，你就贴这个给他。要变台语梗图查找网站了，真的假的？你都这样贴给你的亲友，太坏了吧！我要向你学习。我必须向你学习，我也要这样对待他们啊！太棒了！你是在考试？还是安怎啦？我感觉也是有点凶啊！你在考？有没有别种？你在考？没有别种吗？嘉烈，你在考？你在考？咁認我考哦，想嚟考啦。哇！係講把正真係會有啲考。哦，这也 OK。嗰件嘢嘢，没事了。这不是台语吧？手級嘢，这不是台语耶，这是，但我听不出来，这是粤语，这是越南语吗？这是越南语吗？有没有人知道的？嗰件嘢嘢，没事了。手級嘢，小朋友很严重吗？没事了。我真的不知道但是这显然不是台语吧？有人知道的可以跟我说一下。这不是台语，所以我必须给他一个没有帮助。感觉这个已经被大家把关过很多次了，就是它不是100部，它只剩16部，感觉是有被大家投票过了，有筛选过了。Is that a tear? It's okay. You can be my guest for one more day.
对，他是讲英文吗？ Take a rest. Tomorrow you will begin your job. Warm up until the wood is red hot. You need to do this too, or the house will be like a freezer all day. Do you understand? And I'd like you. Is that a tear? 哇，他讲英文哎，那没有帮助啊。泣いているの？他讲日语哎，喂。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わ。喂，太 international 了吧，超 international 哎，好强哦，八连党，超强的。又是英语又是日语的，可是都不是台语啊，都不是台语啊，喂。你怎么了？你在哭吗？哇，中文呢？一杰，你在哭吗？哇，又是中文。你先不要哭，好好说。啊，是安怎啦？怎么觉得直接用中文讲你在哭吗？其实也蛮凶的，好好笑。对啊，怎么找到的？是怎样啊？好，哇，怎么没有那种就是如果大家有就是可能也有被网络迷因影响到，反正就是如果大家觉得阿里咧考听起来很凶，听起来有点凶，你想要换别种方法的话，推荐给大家一个讲法，你可以说啊，你是安怎咧流目屎？就是比较可以感觉出来你在关心他，你为什么在流眼泪这样子？你想让那流目屎啦，听起来可能就没那么凶。不然你直接讲啊，你咧考，听起来就很像要骂人，有没有？啊，当然它字面上本来就没有骂人的意思，所以你当然也可以说啊，你是咧考哦，就是对，也可以。只是语言有时候会有一点变化啦，比如说因为网络迷因的影响，不知道为什么它听起来变得很凶了。那你要换，你就可以换个说法啊。银白都说你心情不好哦，也可以啊。也不错，也不错，也是一种表达关心的，就是意思都有到，意思那个表达感觉都有到。嗯，查查看流眼泪，好啊，看看会怎样。我想用台文的话，应该就是会找到台语台的吧，不然大家可能也其他台应该也没什么在用台文。老目屎，来看看。咱台湾队这届是摕到这一届12强的冠军，卫青开始一路去用看衰，到将基尾摕到头名。队长陈杰宪也有元老级的陈冠宇，比赛了后是感动甲流目屎，嘛感谢团队，也有感谢这些少年球员，做伙写出新的历史。咱若总教练来看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太太安倍昭惠，今仔来台湾访问的第2天，早起。真的都是台语台的，才有在用台文。好，不然我们看流眼泪，看有什么。啊，你著食到安尼目睭，讲要流汗。目睭讲要流汗，有这样讲哦？好像也行，就是说你的眼睛在流汗了啦，其实是流眼泪啦。嗯，流眼泪为什么是屎？不知道哎，他就讲目屎啊，就是台语就一直都是讲目屎啊，屎就是对，就是屎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好问题。其实台语有很多不是晒，但是叫做晒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虽然我没抽烟啦，但是如果抽烟的话，就有烟蒂嘛。烟蒂有人讲荤晒，可以说那是荤晒。不对，荤晒是烟蒂吗？还是那个烟灰？是烟灰吧？是烟灰吗？烟蒂是荤桃哈，烟灰是荤晒，是不是？请大家，如果我讲错，请帮我订正一下。哇，人家那个自己都不学台语的，都靠观众，有够靠腰。烟灰啊，烟灰才是那个，烟灰才是荤晒，对对对。然后咖啡渣也有人讲咖啡晒，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晒？突然想不到。对，反正就是有蛮多其实不是屎的，不是大便的，但是也叫晒。对，就是每个语言都有一些有趣的。一些就是你仔细想想，可能还蛮有趣的一些，这算什么？这算用法吗？对，就是某种用法这样子。好。但我不知道眼屎怎么讲我查一下好了，我不知道眼屎怎么讲。如果目屎已经是那个的话，我刚看到你的目屎哥无笑生气啊！目屎哥，对对对，目屎哥，因为眼屎哥哥嘛，对，所以他就叫目屎哥，有道理耶，大家学会了哦？有没有？台语水管真的好好用，我就突然不会，我就直接查啊，马上查，马上有，真的超方便，推荐给大家。年纪大一点就不是目屎，是目油，
把油是不是不就是那个情境是不是不太一样？情境就是如果你是难过还是怎样流出来那个眼泪叫目屎，然后如果你是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它会自动流出来，就算目油，是这样子吗？有人讲目睭屎哦，刚刚好像也脑袋有稍微闪过，但我没把握，原来如此，所以有目睭屎、目屎哥，了解。来看后面有没有人讲目睭屎，我很好奇耶。什么目屎哥？啊，什么屎？目屎啊！宇空警晚安，你好，欢迎你来。吃晚餐了没？我还没，我等一下会去吃。不知道你吃了没？在讲目屎啊，因为有人问到那个目屎为什么是用屎，我就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就一直都是这样讲，然后就补充人家其他的屎这样子，然后我就突然不知道原始怎么说，所以我很好奇，现在正在查。对现在正在用这个台语水管超棒网站，超好用。对，你突然不会台语的时候直接查马上就可以听到那个他怎么讲。想睡，然后眼睛干流出来的就是目睭好像是我的印象好像也是这样。虽然我应该还没到那个年纪，应该。然后擦一下眼屎，中文的给他一个倒赞。眼角里面有眼屎，嘴巴很。不用，是因为啦，你的目屎甲你的目睭连掉啊啦。他讲目屎呢？哇，他讲目屎呢？可是好吧，不知道。目睭不会拢叫目屎连掉，白白不一。他也是讲目屎呢？不公平，我是因为看到你有眼屎，我才避开的。我哪有啊？你乱说。吐什么意思？查吐要干嘛？都是我就爱伊哦，吐回来，吐到伊黑心肝的肠肚拢吐落出，我气才会消啦。哇，好凶哦！大家学会了吗？有需要用台语骂人的时候很好用哦。有时候8点档那个骂人的部分还下蛮多功夫的，就是会蛮花式的骂人，我觉得其实蛮好玩的。就是大家如果有骂人或是被骂的需求，可以往这方面去研究。如果你想要写什么骂导系的台语的台本的话，写了可以干嘛？我不知道可能写了可以寄给火蛇，让我开骂导台吧，也许吧。有人写我就念好不好？写台语的我一定念，写台文的我一定念。中文的就要看心情这样子如果真的有人写台文的，我真的念好不好？你们可以就是有喜欢就是练习用台文写有的没有的，可以试试看如果有人真的写台文骂导台本，我就念。好，突然就莫名其妙答应大家一些有的没有的，那大家赚到了吧？好，这个我其实有稍微玩一下，然后我点这个要命，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我自己跟某个 VTuber 朋友都很喜欢讲什么超要命这种话，就觉得好亲切。BL 台本再想想啊，你要看我不知道你有人要跟我一起念吗？有的话再说吧，我总不能 BL 独角戏吧？显然我有2只脚，不是独角兽，所以没有办法演独角戏，好吗？分泌物要有点黏黏的才算目睭吗？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这个我真的没什么研究。好，我们来看超要命怎么讲。我现在想你想到要死的。写不出来只能提供画面。Oh my god！ 真的要卖这个吗？真的吗？真的要卖音声作品吗？从来没有做过，但也不排斥啦。然后如果可以找欧拉夫老师画封面，感觉好赞哦。感觉好赞哦，好像不错，可以自供自售，不要，再想想，自供自售，可能我也没什么看这种题材的，但是我就不是，我根本就没什么在看 BL 的，是怎样？请问是怎样？我长得很 gay 是吗？我长得很 gay 吗？看着我的眼睛 ，Look in my eyes， 我甚至有找过火嫂来我的台我有女朋友我看起来很 gay 吗？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是多想被我骂是怎样啊？好，我们继续。好，我们继续。对啊，回答我。救命哦！好，我们继续。这真是要命
我拢到要死了。哦，好有味道，光个被戏哦。好，我心中对于这个要命其实有很多种讲法，但没错，有一个很好用的是被戏，嘿，光个被戏，啊，恁这人实在，什么我真够追，不要这样，我会怕，不是，听起来就很像是要我当受是怎样？你们这些人。演的无啊，你个夭寿婚啊，夭寿婚啊，可以这样骂人哦。对，要命还有一个很好用的台语的说法，就是夭寿，嘿，对，所以超要命的你就可以说哦夭寿哦，夭寿哦，对，没错，就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啊，夭寿，不要再叫我出 BL 作品了，夭寿哦，没错。我迄一个看来紧张到要死，啊想袂到人家有讲有笑。要死！啊，穿较高，天气热到要死啊，都唔惊落山。走几工。夭寿哦，啊，欠个千2万的哦。你看这厝内啦，安尼黑吱吱啦，都无咱较早客。哇，这个黑吱吱就是说。整个空间很小啦，但是好像那个要命，好像台语里面，它的台语的实际上讲的内容没有特别有要命这部分，但是它的中文是这样翻应该也算是蛮到位，就是直接翻它是急得要命这样子嘛。有趣，这不知道有没有帮助什么雨空警以后当 V 的时候要陪我演，那你慢慢来，你慢慢来。你慢慢来，我们不敢，不赶，真的不急啊，慢慢来，最好是晚一点，我就可以一直拖啊，就没这件事了，好不好？龙角杯的多种用途，你们倒是画出来啊，让我蹭流量啊，不要只会讲。不要只会用讲的，你们倒是画出来，让我有流量可以收割，这样我就心甘情愿了，好不好？喜公回答我的时候很勾追，好，那没事啊，吓死我了！我想说，连阿杰也要来迫害我吗？所有人真的都要一起迫害我吗？没有，还好没有，还好阿杰是我那个一盏希望的明灯啊，是那个我们这个火蛇的观众群里面最后的净土啊！只有阿健的心思是纯洁的，只有他不会想要把我的脚拔下来做奇奇怪怪的事情。你们这些人，好累哦！不是，欧拉夫老师，你要干嘛？爸，你要确定你要干嘛？我怕，爸，我怕。啊，这刚是一款人。就我知道啊，这个是最不会迫害我的人你们其他人检讨，每个都在聊天室说什么想要把我的脚拔下来，想要看我当受，然后什么在那个什么在推特上说什么哇好棒哦，又可以把脚拔下来，哇我要拿去做龙角伞，只有阿舅不会这样对我，你们好过分啊！好累啊！今天大好大叫好多，太嗨了，没错，就是被迫害太开心，不是，那个情绪演出太多了，好累啊！被画到没有手，真的为什么被画到没有手？我只有说迫害脚没有叫他把我断手是怎样啊？好啊，还有什么啊？刚刚有人讲到 VTuber， 但我们只找了直播嘛 ，VTuber 会有吗 ？VTuber 是英语词呢，而且大家都直接讲 VTuber 呢。台北国际动漫节今仔日起过，主办单位表示，今年规模增加大约4成，会当讲是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一届。这届现场嘛有设立 VTuber 专区，有侪来自台湾的戏语角色，希望民众会当尽发这寡来自台湾的创意。哇！公视台语台好强哦！大家看 V 还可以学台语哇！虽然 VTuber 还是叫 VTuber 啦，这非常合理。VTuber 应该不用硬翻啦，对，但是可以学到一些。他说什么？现场有设立 VTuber 专区，有侪来自台湾的戏语角色，
虚拟角色哦，这个词蛮难的，虚拟，大家比较少用，但是哇，可以学到可以学到好赞啊！你也觉得直接讲 VTuber 就好，我也觉得，我看公式也觉得啊，他也直接讲 VTuber， 平常也没在讲虚拟角色吧，大家还是讲 VTuber 比较顺，大家都讲习惯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哇，没想到找 VTuber 居然也找得到太强了。对啊，学到虚拟角色了，虚拟角色，若要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的副总统马清德，昨昏是替文化部宣传成年礼金，而且伊嘛头一届甲虚拟网红 VTuber 合作。这为什么是网红？哦，因为我平常都讲网青，因为其实照比较台语的讲法，就是因为网红叫网红，就是因为他红起来了嘛。但是通常应该不会说这个米给他做昂，因为如果你说这个米给他做昂的话，你就单纯在说他 very red， 对，你就在说他很红这样子而已，就是红色的红。对，那比较台语的道地的用法是青，这个米给他最近做青最近很夯啦，很红啊，所以呢，就是我比较习惯讲网青，比较习惯讲网青。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有道理，可以拿去用。网青，因为这个物件做青，所以我就网青。对，你说这个物件做红，只是在说一色最真红啊，只是在说它的颜色很红啊。好，但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赖清德有跟 VTuber 合作过第一次听说，真的假的？跟谁啊？3年的支持。也那昨昏，新北市长侯友宜是第4届去摕到5粒星的市长，昨下晡伊嘛亲身去参加颁奖典礼。好想知道真假的？会相机伫度讲解，请领资格。要嘛透过官方的 Instagram 艺术争取少年参加颁奖问题。VTuber 咧？安怎领甲使用？好像对嘛透过官方的 Instagram。12月31号1年，请领政策。18岁到21岁。VTuber 咧，唔够落再进一个 VTuber 咧，我很想知道，因为好像很少看到那个 VTuber 敢跟政治人物合作的，所以我本来想说到底是谁，好想知道，没有没看到怎么会这样？2001年9月1号，好吧。哦，他这次国际书展买第一本的也是台漫 BL， 然后漫画就卖爆了，哇，那蛮幸运的，被他买到应该是蛮幸运的。有趣，好吧，他只有3部第3部应该也是直接念 VTuber 吧。过来做就出头天，恁讲是唔是？这公共电视对2023年主办金美奖，这是全亚洲头一个卫冕。哇！原来公视台有报金美奖，哇！这个我要看，好酷的新闻。过来做就出头天，恁讲是唔是？这公共电视对2023年主办金美奖，这是全亚洲头一个为 VTuber 打造的颁奖典礼。今年伫咧12月7主办煞，现场也有真侪这国内外 VTuber 参与。台湾的 VTuber 迪卡吞足机呢，摕到这最佳女性 VTuber 奖，也有最佳原创歌曲奖。评审是肯定这迪卡伫咧这以日本文化为主流的课内面，自身结合台湾文化甲台语的推广，明确找到家己的定位。迪卡是认为讲，这台语是台湾文化内面的宝物，也毋望透过这 VTuber 的经营，通陪伴着愈侪人建立着台湾的文化自信。大家有听过这首吗？蛮有料，对。然后他的歌词是就是有用那个就是他正版的台文比较标准化的台文，就是去写的。然后就是我记得他也是有找那个就有台语文专业的人来帮忙，就是校对还是帮忙写词，我有点忘记了。对，还蛮酷的。对，这首歌叫卡架，就是那个足迹的意思。哇，可能因为它叫豚足迹吧，所以想要写一首叫足迹的歌吧，是这样子吗？反正蛮酷的。对，大家真的可以去听听看。对，那个刚出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哇哦，真的有料。哦，真的哦。居然是杏仁咪路跟
跟赖清德合作，原来如此啊，这个我不知道啊，所以是政令宣导性质的，应该蛮合理。OK， 理解。好，对，我觉得他这段讲得很好，就是没错，就是伫这以日本文化为主流的口仔内底来结合这台湾文化跟有台语的推广安尼，确实这也是我蛮想做的事情。虽然我也讲台语的比例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但是没错啊，大家可以试试看。不是大家可以试试看啦，有出道的朋友可以试试看，多放一点台湾文化的东西是蛮酷的。对，就是毕竟，我想一下怎么讲比较好。就是如果你要跟其他人，不是啊，你做日本文化的东西，应该是做不赢日本人，所以应该还是要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那其实台湾文化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如果你有比较有喜欢的题材，或者你刚好有比较有研究的方面，就其实可以把它放进去，就会蛮有特色的。对，我自己也是想这样子啊。希望下次金 V 奖，如果还有下次的话，希望下次金 V 奖我可以参加。我都没有投过但是我目前有打算比较认真来经营我的频道，所以是有机会啦。之后应该会投吧，之后应该会试着去多投。对哦，这样好像有一个重大告知，那时候有说第3届会再办嘛，对，但是我还没看完那个档，所以我对细节目前是没有跟到的。我有印象有那个档，我还没补，对，我完全忘记了。我那时候就是看到一半，想说我要把它补完，然后我就没有再打开来。Oh shit！ 好，我要记得看。Oh my god！ 我先写下来，等我一下，我先把它写下来，太重要了，真的要先写下来。补第3。好，我下次会试着投啊。对，等一下吃饭可以看太棒了。虽然我应该吃蛮快的，我都吃10几分钟啊，这是扯远了。好，耶，好，哇，感谢银白直接帮我讲重点，那我甚至可以不看，好坏哦。有时候会办，没有说细节，原来如此。好，所以需要的东西可能跟第2届接近。好，我下次要记得投希望那时候我已经成为大伟 VTuber， 可以吧？可以的吧？我这么优秀，我只要再更努力一点，感觉肯定有希望。谢谢银白，感谢银白直接帮我重点讲完，我就多一点时间可以剪片，还有准备更多直播，然后朝着那个超大伟 VTuber 迈进了。Oh my god！ 谢谢银白帮助了我的这个，你今日帮助了我省下补档时间，让我成为大伟 VTuber 迈进。来日我成为大伟 VTuber 的时候，一定带你一起飞。我已经是大伟了吗？没有啊，还好吧。我甚至还没有收益化呢。对，我也想当那个啊，就是对我也想当台 V 领头羊啊。离那个还有点远，再努力。我很大伟吗？真的假的？我很大伟吗？不要这样，我要飘了，我会膨胀。不要再夸了，再夸我会膨胀。膨胀是怎样？你们知道吗？就是膨胀，就是变得很大一个这样子，好不大哦。对，膨胀就是就对，太近了。好，今天没有这个环节。好，对，我先站回来。我直接变齐贝林，直接变火蛇切一半。Oh my god！ 伊里加油，已经512了，在112就可以旋转起来，原来是这样子吗？完蛋了！不是我讲齐贝林，大家知道齐贝林是谁吗？完蛋了，大家也没在看99前几部了，是不是？好，哇，真的是乱扯一堆。对啊，齐贝林大叔。好啦，推荐这首歌《卡架》，大家真的可以听，蛮有料的。我也好想赶快出原创曲哦，我努力。乘火蛇变成人。
，9应该没有吧？果然是人名吗？果然是人名。9睡觉。9啊，你妈安尼啦。怎么又有更多奇奇怪怪的表情包？不是表情包，那叫什么梗图哦？更多奇怪的梗图可以用了，我的天！9啊，卖生气啦。为什么感觉好好笑哦？是怎样？好，还有什么啊？不然我们来看晚餐吃什么好了。我决定从那个台语水管来取得我晚餐吃什么的灵感。吃暗顿时间到哦。哦，这时间来过这紧哦。互恁抱孙哦，无安尼规下晡啊，困到我暗顿拢煮好啊。哦，怎啊？青红药就是去的，他妈一直有爱抓困你了。网站创办人说：“我创网站的时候不知道会有人拿来查9，他一定没想到，他一定没想到。突然觉得该查晚安，哎，好啊，晚安应该也是蛮多人不确定怎么说，或者是讲法也蛮多种的，这个蛮有意思。晚安，完了，谢谢居然是晚安，没有帮助啊。晚安，来，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是直接讲晚安吼，确实。”来，不是重复太多次了吧？晚安，拜拜。晚安，阿丽啊，见喽。你要保重哦。拜拜。晚安，阿丽啊，见喽。你要保重。晚安。对，我也都讲暗安。要困的时阵，佫敲电话来讲晚安，这个表示讲。可能因为很多人的生活经验里面没有在讲暗安的，所以就会觉得没有这个词，然后就会直接不是就真的不知道有这个词，然后就会直接拿中文来讲。汉字上台语就没有晚加安这个说法，对啊，不然你要照念吗？照念晚安吗？好像也怪怪的啊。如果你是暗时要讲问那个问平安，你也在讲暗安，感觉也是通嘛，所以暗安应该还算有道理。至少我也都在讲晚安啊，不是，我也都在讲暗安呐，嘿啊，我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是就有蛮多也都是习惯讲暗安的。Everybody good night. Everybody good night. 好。谢谢 ，very international 啊 ，good evening 跟 good night， 对耶，因为英语的 good evening 跟 good night 其实有差，但是中文的话，在我的认知里面都是晚安。虽然有一些人的认知里面，一个叫晚上好，一个叫晚安。有一些人觉得，我好像有听到蛮多人觉得晚上好是还没有要睡，然后晚安是要睡。虽然跟我自己的经验完全不符，但是我们也要尊重有些人的经验是这样子，对，所以哇，我不知道哎，所以就是英文里面的 good evening 跟 good night 那个时间段是不一样的 ，evening 可能比较像傍晚吧，啊 night 是整个天是黑的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台语到底是怎么分，有道理。Apple 安好像确实聊天室是也有人跟我说 Apple 安没有错，我好像都讲暗安呢。我好像不管是 evening 还是 night 的时候，我都是讲暗安。我不确定我不确定。我们来看台语水管的大家都怎么说。不是，怎么每个都给我讲中文的晚安啊？正义晚安。完了。哈？没听懂。到在奖状上面啊，就会 bling bling。啊，大概是中文吧。晚安。晚安。爸晚安。没有公式的句吗？妈晚安。晚安。晚安。拜拜。拜拜。晚安。真幸福啊！曹教官晚安。晚安，曹教官。晚安。晚安，晚安，曹教官。晚安。晚安。太多了，同一段。曹教官晚安。晚安。哦，我看是无救啊。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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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晚安。晚安。晚安。空包包手机哪里？台湾景廖彩云伞。日语呢？对啊，想不到这么少哎，好绝望哦。晚安，拜拜。晚安。晚安。爸晚安。好，晚安。客大家啊，哈，请大家多多使用暗安，这样大家才会知道有暗安这个词可以用。或是你们有觉得更棒的，然后一样是符合台语的用法的，也可以用。靠大家。
有时候真的没办法，有时候真的要靠大家啊。好，哎，我们来看有没有火蛇好了，怎么可以没查火蛇？阿赫没有，好，来困好像也有道理哦，就真的是准备要睡的那种晚安，就是赫来困，确实啊，晚一点再跟火嫂讨论一下好了，没有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启发。想想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完了，现在火蛇查不到，我直接哭出来，人生没有希望哎。我们来看我最爱的咖啡。哇，他直接讲中文哎，我的天！欧咖啡就欧咖啡。做啥的？那你现在一个人搁伫咖啡厅内面，你是受到真大打击。休困一下，啉一杯咖啡。哦。哦，生死两格，对，之前好像看到脆上面有人是找生死两格，然后找到那个非常有味道、非常美丽的说法，我们来找看看，就是真的有一些是就是从比较早期嘛，就是比较早期的戏剧里面有一些是那个说法还没消失、还没不见的那个蛮赞。真正安尼，永远安尼生死隔两位哦。啊，生死隔两位，这个真的很有味道。会记冰箱是嘛没共点，就只会讲暗安，也不会讲别种，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别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可以想一下。像我觉得来困其实也蛮有那个感觉的，看还有没有别种意思一样的说法。哎，对，我看到脆上面可能就是我的脆上面的那个演算法会推我很多台语有关的东西，对，然后就有看到有人是。有在这个网站上有发现到这个生死隔两位，这个真的是蛮有味道的说法，就是大家可以学起来。虽然我不知道，平常应该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学到，不是可以用到，但是还是可以学看看。哎，念是一堆台语，好开心哦！我们的演算法应该长得蛮类似的。哇，还有什么可以查？好啦，脚啦，看到自己有脚，查一下。高不管是照顾囡仔真重要的角色，但是角色好哇！查公益类的台语去考礼物 ，Oh my god！ 嗨，全破万师你好，晚安，有一阵子没见啦，欢迎来。好强，什么东西好强？这个网站嘛，这个网站真的蛮强的。公益类的台语哦，好啊，他都做，我想一下，我们从简单的也不是说简单，陶艺不是这个陶艺，不是这个陶艺。小朋友的陶艺作品啊，准备把它收好。好，我见过去教陶艺哦。去教陶艺 ，Oh my god！ 小云来家哦，我陶艺啊，差不多有半年吧。外哥陶艺啊，伊若对陶艺有兴趣，伊弄有家己特色的药甲陶艺。哇，药他说药，但是陶艺还是陶艺呢？你喜欢哪汉你还介意陶艺呀？你们怎么那么喜欢陶艺？你喜欢逃走这样子吗？没，扯远了。哥哥就跟你赶快做陶艺啊！而且我要跟咱同齐做陶艺哦。听讲你想要留伫乡村做陶艺哦？对啊。如果以后你要继续做陶艺，哇！我要拍慈师傅做陶艺的过程。慈师傅做陶艺的过程？不可能！慈师傅做陶，真的一堆人。我应该找一个机会，去看卖做陶艺。无去看。哦。就是讲，跟陶艺有关的菜也真好。痛苦。伊捌是一个陶艺家。我去山顶找陶艺作品的时阵，这就是你的陶艺工作室。哇，痛苦！谢谢你开了这堂陶艺课。还是一直对陶艺哦做。不叫。你讲这头哦，原来如此。陶艺虽可耻，但有用，是这样子哦。陶艺虽可耻，但有用，不是肇事逃逸不能逃啊，你的罪责会更重啊！喂，逃逸的台语哦，直接念是得意，但是你应该可以说逃走吧。我们来看看，我觉得如果是公视台语台的，可能会讲什么屌鼠得意是有可能。我们来看看，一大蓄意开车杀人逃逸的影片竟然出现。破散绕跑包厢哦，绕跑哦，破散绕跑，对啦，绕跑啦，对，哇，真的有这个可以查，才会发现一些原本没想到的。
我刚刚就完全没有想到有绕跑，但是对啦，绕跑啦，啊对，酸也是嘛，属狗桃酸，嘿，就是酸，或是硫酸，是硫酸吗？硫酸就是来酸的那个酸嘛，哦，这个好赞哦，绕跑啦，这开车去弄掉人个绕跑，对，弄掉人个绕跑，没错啦，没错，开车弄到人，我头就走去，我就无相信。也行啦，就是弄掉人嘛，啊，我头的走去，对。绕跑的绕正字是什么字？哦，我打给大家。绕跑呢，就是这2个字。哎，绕跑，对，绕跑。哎，好。哇，那没有在讲得意的，可能得意太文言了。嘿，肇事逃逸哦，嘿叫做公诉罪。啊，你肇事逃逸。好，得意比较文言，所以可能比较没有人讲。那大家如果日常生活中使用，应该用绕跑就蛮好用。伊利也是习惯用得意，我觉得对啊，那个感觉有差。就是如果你是要讲比较，因为毕竟我们讲中文的时候，那个比较专业的法律用词，我们也是会用那个比较文言的词嘛。就是你日常生活中也没在讲逃逸，可是你要讲的是这个法律用词的时候，你就会讲逃逸，所以。对，讲得意也有道理。好，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系列。哇，真的是一直乱介绍一通。等我一下啊、大家知道台南美亚咖喱公台语吗？台南美亚阿优，他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很强的台语的 YouTuber， 真的超强。对啊，今天重点不是要讲他多强，是他有跟法律白话文合作一个系列的用台语讲法律的影片，对，叫做法白开杠。就是呢，找法律白话文运动的人一起来，就是用台语讲法律的知识给大家。来，大家应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哦。我觉得这个系列很强，对。然后就是讲了很多一些你可能日常生活中就是知道一下还会蛮方便的一些法律知识，对。然后就是。我真的觉得可以学到很多，包含学到台语跟学到法律都有，所以就是蛮推荐的，真的蛮推荐的。这个真的很酷，这个频道真的是蛮酷的。对啊，可惜因为他们是新开一个频道，所以那个订阅数可能好像看起来没有他们各自的原本的那么多。对，但是请支持，谢谢。哦，你长都跟台南美亚阿优见面哦，你是去参加了，因为他会办一些那个嘛。他有办一些那个算是演讲嘛，就是会找人来用台语分享事情的，算好像叫台湾青年出来讲，对不对？有那些活动可以参加，那个也是蛮不错。虽然我没参加过，但是确实常常看到他的那个 IG 或是其他地方有分享这些资讯，所以大家有喜欢台语的现场活动的话，也可以去追踪，还蛮酷的。嘿，绕跑新娘，对，绕跑新娘的绕跑就是用这2个字，没有错。好啊，刚有人许愿锻造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也蛮好奇的。哇，找不到。好，那我们还是先打倒理由，我们来看还有什么专业的。我想想啊，电摇应该会有吧？收头需要添购电摇啊，应该就讲电摇吧，因为刚刚有说到的就是摇啊，那是摇没有错啊，吃电的摇唔得电摇。应该很合理吧？哎，好，哦 ，party 啊，锻造，我看一下，我很好奇，我们来看看爱台语有没有？哎，没有。好，我们来看吹台语有没有？哎，按错了。哇，找肌肉，结果都是中文的肌肉跟 muscle 吗？哎。直接打锻造没有？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没有要拍电摇，别乱讲。收肌肉，结果都是中文肌肉跟 muscle 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吹台语啊，因为你是愿意用罗马字的人，跟不会用罗马字的人不一样。好臭哦！怎么那么臭？没有啦。如果你会罗马字的话，可以用吹台语，就会有蛮多在这2个地方找不到的词就可以找得到了。对，比如说肌肉，有啦，肌肉有啦。
我是都讲这个金吧，金吧，金吧。我看他这边讲鸡就感觉是很那个比较医学术语的整个就比较专有名词，好像才有在讲鸡就，感觉有点好，感觉好像有点文言呢。那如果是日常生活讲的话，我应该会讲金吧，我感觉讲金吧对我来说比较顺。绿茶也是讲金吧嘛，原来如此。没错，爸，是不一样。你是说那个吗？两个人感情很好，所以爸，好像不太一样啊。是日本用法啊，原来如此，好像是呢。哇，你看这边就有很多就是延伸出来的嘛，电力的金吧嘛，修理的 muscle 嘛，金吧天原来如此我也觉得蛮顺的。有人说词，我们来看陶瓷的词怎么说，应该是回亚吧？那我们来看看。讲到用日文，真侪人第一个印象就是。讲到用日文，真侪人第一个印象就是，当年世界抗北美炸弹，替农民抗议政府的少年家。哇，这很久以前的事情。20年后的用日文，即马伫金山推出优先宽电的炸弹科是蛮久以前的事吧？大多数人种都是卖给外面，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他刚刚是不是就讲回亚？我们是错过了。日文即马伫金山推出优先宽电的调查政策。大多数人种都是可以。他用台文呢，这是那个吧？这是不是公视的节目啊？学校做，应该是。我觉得公视台语台会有一种蛮有趣的，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感觉，就是他的很多采访片段，就是受访者可能是讲中文的，可是因为他是台语台，所以他那个对啊，他好像放错影片哎。好，只是我现在突然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他是台语台，所以他那个受访者用中文回答的时候，他上面主要的字幕是写台文的，很特别啊。有一个如果你跟我一样有一个愿景，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世界是那个台语可以是主要，就是台语可以是某些人的主要语言，我不用到所有台湾人这样，是某些人的主要语言就蛮了不起的。然后就照理来说就应该发生这种景象，就是你可能听不懂中文，照理来说要有这种状况，是你听不懂中文，所以你需要用台文字幕，然后你看到台文字幕，你就知道它的台语是什么。照理来说应该要有这种状况出现，所以每次看到那个公视台语台有这种就是受访者讲中文，然后字幕上台文的这种片段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这就是我所期望的未来世界该有的样子。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大家有没有办法 get 到应该有人 get 得到吧？应该有，好，应该有，没有 get 到的就没关系，就是总有一天一定心意相通。哎呦，好害羞，心意相通。好啦。在地消息来关心，台南古城区一栋百货大楼昨暗时发生泰鲁落落来，去喊到下边的。泰鲁啊，他讲的是那叫什么瓷砖？对，瓷砖是泰鲁，就是英语也是叫 tile 嘛。对，应该是因为就是英语变日语，然后日语变台语这样子。台语乌托邦，然后火蛇张开双手，哇，超有画面，超赞的，好想要那个画面，我要成为新世界的神，这种感觉是吗？卡米萨卡，晚安，你好，欢迎你来。没有被殖民过的台湾嘛？差不多吧。就是如果有那个世界线，如果有那个义符线的话，应该要类似长这样子，没有错。对啊，那个台文字幕是汉字呢，还是罗马字呢？不知道，给大家自己去想象。对啊，瓷砖跟那个瓷器的瓷又不一样呢。苗栗花岛游子陈文辉12月14过身，食到80岁。伊一世人上大愿望，就是把台湾文化推广出去。陈文辉少年的时参加过党外运动，捌做过立委。因为介意自然生态，41岁时创立花岛游园区，让游客当了解原里小维亚的文化。小维亚啊。上次好像也有跟大家有聊到啦，那时候在讲那个陶跟瓷的时候，好像有说到，就是瓷器是讲回亚，然后陶好像是粗回，因为它的那个颗粒比较粗，没有像瓷那么密，
对，所以就叫抽回。啊词就是回呀，回呀的那个回呀，那个回就是这个词，抽回就是抽回，也是这个回啊，就是这样。好，哇，还有什么可以考倒他的嘞？全台湾唯一的水族，想想啊，还可以考倒他的嘛？瓷砖他知道啊，我不知道，车轮饼会有吗？会有吗？会有吗？路边看到一个卖车轮饼，车轮饼哦，车轮饼是不是？我想想，哦，所以其实有3种说法。车轮饼，大家有讲车轮饼吗？我比较常听到是红豆饼，虽然不一定是红豆口味，跟公仔粿。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其他说法啊？一律讲红豆饼哈，上右好，等一下来看。一个车轮饼会当卖钱。我们阿伯今日有出来卖车轮饼。有车轮饼。爸比，前面有卖车轮饼耶。车轮饼、红豆，哦，真的。车轮饼，哇，好多人。这个车轮饼。时阵哦，拄好附近有卖车轮饼，无用啦，足久无买车轮饼。啊，我可能在家买这车轮饼。恁拄食，唔是当食车轮饼？吃车轮饼哦。鸡蛋。无到有需要去食什么车轮饼 ？No，平均台语享受者的哀嚎。不要在你讲整句台语的时候，突然只有一个词是中文，这样好难过。奶茶，我们吃车轮饼跟奶。哦，哇，蛮多人讲车轮饼蛮多人讲车轮饼啊，因为我家都讲公仔粿，我家都讲公仔粿，所以我也跟着讲公仔粿。大家知道公仔粿吗？等一下，唐突中对，超唐突，比我还唐突。公仔粿是这3个字，因为里面软软的，所以可能可以算一种粿吧。然后它就很像一个，它就是个圆柱体，对，它就长很像那个管子里面切出来一段嘛，所以叫公仔嘛，公仔粿，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啊。你家都讲红豆饼，灰色也是，火嫂也是都讲红豆饼。虽然我们2个都吃很多红豆以外的口味，但是他都讲红豆饼这样子。当公仔粿有这样讲啊。大判烧、回转烧、玉做好那是什么？对，松松软软很多都算贵哦。阿舅家也是讲红豆饼，所以是奶油红豆饼啊！对，奶油红豆饼不是有奶油加红豆哦，不是哦，奶油红豆饼就是只有奶油，就是只有奶油，没有红豆啊，通常吧，不然它应该叫奶油红豆饼，真的应该会这样叫，银白讲的跟库萨瓦讲的应该一样哦，当公啊嘛，铜管是不是？当公啊。当公啊变啊，当公啊，还以为是党工嘞，喂，太敏感啦，党工啊，谢谢伊利，原来伊利已经打了，对，党工啊变啊，原来如此，党工吃的，喂，别乱讲，等下我被那个，喂 ，pancake 是一种粿，我觉得应该算吧 ，pancake 的那个材质应该那个松软程度，感觉在台语会算是粿，没有错。哎呀，那个音我知道，只是就是对我知道你想要讲的应该是党工啊片，立刻组党是要组什么党？取个名字啊！欢乐无法党已经有人用过了，帮忙想一下，想一个适合我的，好不好？那什么？好，我们来看有没有双麒麟之类的啊？薄荷巧克力，有可能吗？对啊，有时候同一个家里面那个不同的家人、不同的成员也会讲不同的词，真的是蛮有趣的。麻将应该会有吧？麻将感觉就会有啊。这个跟人拍麻将。拍麻将。对，麻雀啊，日语也是讲那个啊，日语的汉字也是写麻雀嘛，没错。台语也是麻雀，拍麻将。薄巧党太随便了吧？薄荷巧克力党，真的假的？啊，香港也是啊，原来如此。因为我没有在打香港麻将，我只有在桌游社的时候有打过一点日本麻将，所以我其实那个台湾麻将我也没玩过，没有玩过，好可惜。
香港麻将我也没有玩过，完全不知道规则。哦，香港人作证，香港也是麻雀。OK， 龙角薄荷巧克力糖，再想想。哇，有要薄荷巧克力的。中文。你也喜欢吃薄荷巧克力啊？你有没有看过网络上有一篇跟冰淇淋有关的心理测验啊？怎样？跟冰淇淋有关的心理测验？你喜欢吃薄荷巧克力吗？喜欢。那你喜欢吃牙膏？是这样子吗？是这么过分的测验吗？应该不会吧？怎么觉得有这种东西好像蛮好笑的？不可能吧？不可能有这种东西吧？他们说喜欢薄荷巧克力的人，通常都很好辩、有自信。完了，这我还好，而且不安现状。这我哦，好准哦，好准哦。他等下一句说那个喜欢吃牙膏，我也信了，好不好？好，没事。为何不是念补和？为什么补和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补和、薄荷还是什么？好，我们来看。对啊，薄荷台语是什么？其实我不知道啊，那生气哦，你一直写薄荷棒，你讨厌。小薄荷，小薄荷，你知影我当哇，小薄荷是不是一种薄荷奖？薄荷奖，嗨，那你个 skin， Choco Ruby 什么东西呀？好，没事，我好吵啊。薄荷是什么？真的哦，薄荷，薄荷哦，薄荷，真的假的？德秋胖不一样吧？德秋胖是不一样，应该是不一样的。哦，可是比较早的，1956的比较早的字典是薄荷，真假？薄荷。对啊，德秋胖是另外一种植物嘛？对啊，我也记得应该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有薄荷跟也有薄荷好酷哦！哦，原来如此，是中药房的通俗写法，然后跟台语的发音一样好酷哦！一坛绿茶会说 minto 就是跟日语一样的就对了。哦，奇奥玛说的这个也有，词典里也有薄荷。哦，哇，那个音调蛮多种的，它声调也蛮多种不一样的声调的念法都有收好酷哦，好难哦。比较可惜的是台语水管没有。我替你泡薄荷茶。薄荷茶。对，薄荷茶。这是薄荷茶，会当替你解酒。你替我泡的薄荷茶。这薄荷茶。原来这薄荷茶是种薄荷茶，会当解酒。最近嘛，礼拜，给你煲一罐薄荷。薄荷出现了，有了，给你煲一罐薄荷。薄荷跟其他妈讲的一样对不对？薄荷哦。这是香吉龙虾做薄荷，北海道干。最近嘛，礼拜，给你煲一罐薄荷。好赞哦！好，台语水管还是很棒的，超棒的。虽然有时候有一些词就是会比较多都是中文，但是稍微挖掘一下，有时候真的会出现这种超赞，好感动 ！Oh my god， 好感动！这是香植精油、上好天然薄荷叶等等30。哇！我这里有这个薄荷油，阿长，我觉得你用这个至少也得，对啊，至少薄荷得啊，不是至少薄荷得，是不是？好，反正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决定什么时候要用中文的，但是没关系，我在努力，一定是我的影响力还不够，我要不要乱打倒人家，没事，不要乱讲话。好，哇，好累哦，好像可以准备吃晚餐嘞。你们还有什么想要查的吗？你们还有什么想要我查给大家看的吗？我感觉好像差不多。好，打倒，我们来看打倒有没有？那最后一个，然后等下就可以去找晚餐啦。没有因为障碍代际被打倒，
没有因为长的代志被打倒是怎样？我要你简单，我你怕斗。哦，怕的有道理。好，哦好，奶油看一下奶油，真的最后一个奶油我也蛮好奇。这个奶油很清爽，完全不会腻。来看台北市卫生局针对卖场、早顿店、咖啡厅等所在抽验，要来看凡是脂肪酸的量价标示敢有合法。结果有2项产品无合格哦，一项是动物性的牛奶油。牛奶油哦，牛奶油。哦，牛奶油好像也有听过，但好像也有说巴达就是应该是就是英语变成日语，然后日语再变成台语，应该是这样子。好，我们来看有没有另一种。奶油好啊。好啊。不是奶油不算一种。我奶油还较多哦。奶油不算。酱糖、盐、鸡卵、牛奶粉、巴达、巴达对。它这个时空背景看起来就会讲巴达，有没有那个感觉？很合理哈。这个时空背景肯定是要讲巴达的吧？这个时空背景绝对不会讲奶油的啊！クリーム啊，クリーム是不是跟那种奶油又不太一样？クリーム的那个质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样才算クリーム，是不是要有点接近鲜奶油那样呢？不太确定。我其实对烹饪实在没什么研究啊，不对吗？不一样，还是其实是一样的。哇，请大家补充那个，请擅长烹饪食物的伊藤绿茶老师补充一下，谢谢。尽量莫食到奶油，食一地不要紧啦。迄クリーム就不好搞一层。哦，伊讲クリーム爱摸搞一层，鲜奶油、重奶油、淡奶油才是嘛，所以它这个这叫什么？给能哥上面的这个应该是クリーム没有错。但是如果是黄一大块，然后你要把它拿来就是煎肉还是怎样？哇，拿奶油煎肉真的是蛮奢侈的。对，反正就是对那个黄一大块应该是巴达哦。对，应该是对啊，应该就是七号码写这个巴达对。阿长那边呢还有奶油饼干，我们一起跟奶油啊、菜包、红豆。这米粉跟奶油迄种自然的香味。哇，好小声哦，没听懂。因迄咧做胖的时阵，迄比例哦，无掌握好。小朋友，哇，虽然离题，他那个没调好是讲不这么好就是没有控制好这个很对啊，很对啊，哇，大家学会了吗？赶快学起来。巴达，对啊，巴达。鲜奶油才是クリーム，然后那种一块的那种牛就是黄色的那种嘛，那个是巴达。那跟我的理解一样哈。那我的理解也是这样子。嗨，呼噜同学晚安。我好像本来是准备差不多要去吃饭啦，但是现在同街好高哦，不然我再开一下。非常的那个叫什么？非常的势利。同街有点高，再开一下，完蛋了，这就是为流量，这就是流量的狗啊呜！可以偶尔开一下台语水管，真的吗？偶尔开吗？我是想说偶尔开一下旗战共赏，就是带大家一起看看，我觉得有料的，然后就是诚心推荐给大家的台语网站啊，所以可能就是我原本是想说同样的，我可能不会重复讲啦，可能不会重复讲。同样的网站，但就是每次，因为其实就是蛮多人怎么说，蛮多人其实是很有心，也很有特殊能力，就是想要来帮忙做一些很酷的台语网站、台语服务还是什么的，对，所以就其实会一直有，就是会一直在有新的很酷的相关的网站出来，所以。只要我知道有，我就会想要再把它介绍给大家。所以这个节目就以后一定还是会再开，就是这个旗战共赏系列一定会再开。但就是要等下一个就是优秀的台语相关网站出来，我就会第一时间赶快开来介绍给大家。真的是蛮了不起。就是如果大家知道寓言词典的话，那个也是蛮猛的。那个也是。我不懂就为什么可以这么好？就是因为想要让大家可以更快学台语，或是想要
精进台语的人更方便，然后就去做一些，这甚至没收钱呢，就是他不止没收钱，他连插个广告都没有啊，他根本也没有插广告哎，就是真的是做来送给大家，真的是了不起，超了不起。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插广告，我好烂哦，是我就会插广告，我就会想说。又不影响使用，给他们谈卡北山，不是那个活下去也是很重要的啊，要做好东西，但是自己也要活下去啊。对，我刚刚也有稍微看一下，他其实原本是有一个赞助连结的，但是他真的是佛心啊。他说感谢大家的支持，就是2周后收到的赞助金额就已经够了，然后他就关了，他就把赞助功能关了。他也没有要多赚你钱，他真的就没有要赚钱，他就是把赞助功能关了。哇，佛心超猛，真的猛，好不好？真的猛。别人靠着满腔热血，火蛇靠着流量和广告，不是，我要有流量才去影响更多人啊。就是如果大家是已经熟悉台语，然后已经有踏出那一步，就是去学个台文，还是真的去认真研究一下台语的话，就是大家那个可以去看，有很多更专业的，就是真的是在更深入的教台语的。那我目前比较想做的是，就是可能给对台语还没有研究那么深入的人，想要在他们心中种下一点种子啊。对，或是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唐突的跟大家聊一些台语小知识。现在可能比较想要做这一方面，或者是去探索一下台语还可以做什么很酷的、有的没有的、怪怪的、没营养的东西。所以我做的事情跟大家也会不太一样。对，那我觉得也蛮重要。那所以我当然是蛮需要流量的，这样我就可以跟大伟台 V 平起平坐，然后就可以跟他们联动，然后就可以逼他们学台语。学不好就可以拿鞭子打他，大家不要看啊！完蛋了，以后大家不敢跟我联动啊！完蛋了！哎，反正就是这样。对啊，如果大家可以让我赚到有办法活的话，我就可以不接委托嘞。啊，我不接委托，我就有更多时间可以开台给大家看嘞，对不对？也不错吧？那个钱还是要赚的啊！赚钱也是对我多做那个台语有关的东西，显然也是有帮助的。我是觉得做这个网站还不插广告，太佛心了，真的是哇！如果他有什么那个赞助，就是不是赞助他那个伺服器费用，是赞助他这个人的话，真的是哎，如果这种管道该有多好，真的是应该拿钱教训他呢。可惜他真的是把它直接关掉，我的天，是怎样？好啦，就这样啦。那我的角度他好狠啊，真的，等一下大家不敢跟我联动，死定了。好，那我们今天大吼大叫也是蛮累的，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虽然同街变好了，没有继续开有点可惜，但是我肚子饿了，人还是要吃饭的。好，那大家礼拜三要干嘛？礼拜三同样下午6点要干嘛？有人记得吗？礼拜三下午6点，那我可怜这次请到的是我的亲生老爸欧拉夫老师，就是帮助我，就是这个人形化的，就是非常我非常尊敬的老爸，我请他来，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当初怎么设计我的。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就是对我整个角色设计，就是我这个人形的形态的细节的设计，就是他是说他想要跟大家就是分享，那应该也会有蛮多没营养的对话啦，应该也是少不了啦，所以对，美人父子嘛，真的，对，就对，好，大家可以去那个。不是可以去那个，反正我真的是有点不知道在讲什么。好，反正就是大家礼拜三记得来，礼拜三下午6点记得来看我跟老爸联动。哇，好紧张哦，第一次跟老爸联动。好，就这样啦。如果联动到什么抖 M 异性 V 完蛋延上啊，不是尊重抖 M 同性 V 也可以延上啊？请问同性恋就不可以有嘎气粉吗？
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2025年了。好，扯太远又在乱讲话。好啦，反正今天就到这啦。那我准备去吃晚餐了。那大家如果还没吃晚餐的话，也要记得去吃。或是随便你要饿肚子，我也没关系。不要苦到自己，好不好？还没吃饭记得去吃啦。就这样子咯。那我也准备去吃个晚餐啦。好，大家后天见，拜拜。谢谢你们来，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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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